咱即马9点半，咱就准时来开始吼。今仔重点是要讲囡仔国的世界。不离个吼，因为咱今年教育部有加一个新的比赛项目，迄叫读者剧场。要办这其实重点就是讲，咱的情景式演说是一个囡仔，即马囡仔讲啊做一个真好，所以咱是希望讲，敢会当更较侪人规定呢，3个、4个、5个，甚至8个人，安尼做伙来参与。互咱的台语会当啊传承落去吼，所以读者剧场的愿望就是讲，更较侪人会当来讲台语，就亲像头迄个囡仔兄安尼共款哦，到古水的，即马古水吼袂当一人古水，爱一群人做伙来讲，咱的语言才有法度传承落去。所以拄开始，我就先来介绍读者剧场的一寡物件，互各位帮做参考。嘛，希望讲各县市会当派队来参加。读者剧场这其实是足侪县市吼，英文比赛已经办足侪档啊。咱是讲先 globally A locally 吼，思考爱国际化，毋过行动爱在地化。人英语的教即套方法袂歹，其实咱嘛会当来捡来用吼。先 globally A locally， 思考国际化，行动爱在地化吼。这读者剧场伊一个重点是讲莫死背啦。咱以早发现足侪囡仔吼，台顶骂好，落台啥物拢袂晓安尼，其实拢咧背。毋过背遐物件伫日常生活当中吼，拢无法度运用，我感觉咧做毋好。而且吼，常讲话迄个搭水果比赛，迄家私传有够济，迄其实拢毋是咱要推动的重点。咱重点是安那，互囡仔开喙来讲话，这才是重点。另外为着要比赛，为搁去说迄国早的服装啦吼，我感觉迄种其实无必要。甚至搁前景布置，搁开出侪钱。咱即马省思属性，一个上重要就是讲，囡仔会当开喙，老师引带之下，老师甲囡仔互相去讨论，甚至今仔讨论的版本，可能明仔载我搁想着，我会当安尼改搁较好。变做囡仔逐工拢咧想，逐工拢咧讲，安尼语言才有法度变做一种正港的生活语言。这是咱的愿望。所以就是讲用上少的道具，嘛无必要伫遐比手画脚啦吼。就是讲会当靠这个囡仔，甲伊所讲的话，互咱表达伊要表达的意思。啥物叫读者剧场？我遮找一个影片大家帮做参考吼。It's a beautiful Monday morning. Also, the first day of school. But Lucas hasn't gotten up yet. Lucas, come on. Time for school. Mom, I don't feel so good. Can I not go to school today? I'll take you to the doctor. Then you can go to school. Dad, don't take me to the doctor. I feel better now. My teeth has started hurting. You play the same trick every time. Go to school now. Oh, Mom. Going to school is a nightmare. Lucas arrives at school. He tries to avoid eye contact on the way to the classroom. Oh, who's cutting cheese? Look who's coming. Gasboy. Gas boy. Don't call me that. Are you busy producing gas to create green power? That's not green. He causes global warming. Ashley and Brittany, they've been bullies like forever and are just beans. Good morning, class. Good morning, Mr. Joe. We have a new student join us today. My name is Summer. Nice to meet you. Hi, Summer. Summer, you can sit next to Lucas. Hi, Lucas. Did I scare you? Am I too noisy? Well, my mom always tells me that I shouldn't talk too much, right? Yeah. Sorry, I didn't mean to. It's fine. The first day of school is a big disaster for Lucas. Back at home, Lucas feels very upset. How was school today? Nothing can be worse. I was so nervous that I couldn't stop farting. I am a fart attacker. He's a fart attacker? Everything will be better if nothing can be worse. Things will be all right. Just give it time. Be cheerful.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The next day at school, the new student, Summer, tries to talk to Lucas. Hey, Lucas, what type of dog is that?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讲，甲日常生活当中，伫学校、伫厝里会发生的代志吼，用这囡仔的喙，简单甲表现出来。头有人问讲，
咱敢会当互囡仔有一个辅助更较好诶所在？因为今年新办诶关系吼，因诶教室拢较细间，所以阮会用诶资料夹，互囡仔放喺内底。重点是讲叫囡仔无需要去背，因为我感觉背着失去意思，逐个感觉迄艰苦一寡。囡仔摕伫手头，轮到伊诶时阵就讲伊诶话，就像头内底你看有老爸有老母。另外佫一个口碑校有老师有同学，即个囡仔伫校受到霸凌，所以伊拄开始无想要去上课吼。你问讲剧本为倒来？剧本我刚才讲着吼，剧本阮是鼓励家己编因为鼓励创意，这是其实嘛是一个评分的项目之一吼。所以今年有即个计划，即摆已经公告啊，所以大家若有兴趣，当去参考。我刚才公告的网站互大家参考吼。其实这比赛目的就是讲，咱今年其实毋若讲国小咧教尔，今年9月初开始，国中、高中嘛要教，所以咱毋若讲一个新时代开始，敢会当互咱教育现场有一寡改变。以早拢是老师一个咧讲吼，即马12年国民教育强调就是讲用老师做主角，即个角色爱换做学生做主体，所以12年国民教育是强调囡仔会当。学着所用的物件，运用伫日常生活当中，结合伊的知识、能力甲态度，所以咱即摆讲为遮开始，咱国中、高中要开始教，老师会当甲囡仔鼓励讲，咱上课咱好好来学，好好来讲，安尼到时咱会当参加全国语文竞赛内底读者剧场，这是讲有一种物件。参加全国读者剧场有啥物好处？参加比赛。你若得到第优，或者讲参加队伍的头前25%，会当有一张教育部的奖状，全部拢有奖状啊！只是讲加分的时阵，头顶的人可能加分加较济，安尼对升高中、升大学有诚大的帮助。所以就是讲，咱国中、高中要开始教，咱嘛爱有一种制度会当先做来做一个结合。上重要就是要互囡仔。每一个囡仔拢会问着，对下头咱问问题，要紧，看下恁问题恁做咧拍，我则拢甲恁回答吼。即敢若拢会讲着，其实重点就是讲老师带囡仔来思考咧文本可能是教育部嘛有提供国小、国中8篇、高中10篇，互恁做参考。迄个是为朗读文稿来各位我个人的见解啦吼，朗读文稿迄是文学的作品，书面语吼，书面语，甲咱要讲口语即。口头语即部分我感觉书面语甲口头语这其实是无讲足共款。所以若是会使，迄是互你参考，你会当对伊内底来改变。鼓励上重要是安那，这物件做参考，互老师带囡仔，重点是学生囡仔大家你讲，我感觉你安尼讲较好啦，无啦，我应该安那讲较好，互囡仔会当去对话。我感觉这是一个重点。甚至就是讲咱今仔讨论的，后日讨论的。可能版本拢无共款，不过个重点就是伫咧讨论的过程当中，囡仔拢是用台语来进行讨论，这是咱要爱的。因为就是讲，咱甲一礼拜一节课，各位拢知影，迄一节课40分钟，其实会当上的物件真有限。不过咱有另外一种活动，会当互囡仔伫下课的时间、上课的时间，甚至放学了后，因阁会去继续去讨论。我感觉安尼语言才有法度生存落去吼。所以咱咧比赛的时阵，咱咧设计是讲用班级做单位，就是讲咱这毋是讲为着要拣一个特别优秀的，毋是，咱嘛是讲伫教现场，互这囡仔拢有法度甲老师上课做伙来讨论，甚至即句话要做讲，可能囡仔拄开始可能家用华语，这长颈鹿，我去动物园上爱看长颈鹿，长颈鹿即时阵老师就会当安那，你会当甲讲麒麟鹿啊。类似安尼吼，囡仔变做你看，因为这是伊想着要表达的长颈鹿，咱老师这时阵甲可能这叫麒麟鹿、长颈鹿，像类似安尼，所以囡仔伊学的思维是愈来愈侪，比课本搁较侪。这是咱的重点，尤其这是咱日常生活要运用的。亲像讲，你毋通去说明讲我要卖茶，你去说明要买茶吼，若毋知你，阮这无咧卖茶。其实少年家是要讲要买啥个？伊去说明讲，应该是要讲对，话讲卖茶，卖茶囡仔伫伫饭店卖茶。其实就是安那，咱课本拢无咧教这，囡仔日常生活就出现问题。
哦，所以其实到现场嘛是需要做一个改变。所以望即种读册剧场，就是讲囡仔伊想着要表达啥货，伊讲华语无要紧，伊拄开始讲华语，咱老师甲牵教，甚至有时同学嘛咧讲哦，即句应该安怎讲，应该讲马仔茶，哦，变做囡仔学起来了后，即句语言是伊家己摕出来，摕出来了后，伊搁学着啊，我感觉即句伊着会晓。咱课本有时叫伊死背物件，伊无一定会晓。毋过伊日常生活，伊想要讲的，安尼我感觉伊即句话着调伫伊的头壳内底。安尼的语言照我都一代一代生传落去吼。所以重点就是安那，用班级做单位，配合课程内底物件，你甲做一个发挥、生活化、趣味化的方式，结合你的课程吼，甲推行出来哈。另外就是讲，咱的规定一定共一个班级。讲到共一个班级吼，我昨日上课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啦吼。即摆因老母是越南，伊来修台语。安尼敢有算共一个班级？来，有人会当回答袂来？我的母语是越南语哦，毋过我伫校上课，我是上台语课。安尼敢毋当来参加这台语的读册剧场？会使啊，基本上，台湾习惯。恁头应该好来。基本上就是讲，我伫学校我上的迄节课，用迄节课做单位，有可能包括有客家朋友来修台语，甚至咱的今日是伊要去修越南语，即拢是伊的自由。即马教育部的规定，即拢是尊重囡仔伊的选择。所以咱的共一个班级，就是讲共一个老师，伫共一个时间一上的迄个群组规个刻起。迄就是叫做一个班级，所以一个班级毋是固定讲1年1班、1年2班、3年2班，迄种是学制学校制度的班级。不过咱本土语文的读册剧场，咱的班级是上课的方式，所以包括客语有可能是安怎，可能无共班的人夹做一伙，尤其原住民甚至有可能安怎混龄教学，可能伊一班吼为1年到3年、4年甚至5年拢有可能。毋过，即种共款，即叫共一个班级，哦，所以各位，即共一个班级的观念，毋通去互迄个学制的几年几班绑条的吼，即甲先甲各位报告吼。另外参加的人数，台语、客语吼6个到8个，原住民可能难度较悬吼，所以咱2个到8个拢会使。所以即种算尽量鼓励啦吼，愈侪人参与，我感觉语言传承落去的机会就愈大吼。所以就是讲，咱讲有搁较侪人来参加，所以即马可能因为台语人较侪，所以可能爱比几工。不过原住民语甲客语可能会早是情景式演说，下晡是读册剧场。不过咱是鼓励搁较侪囡仔来参与啦，所以尽量就安那，你会使有去比情景式演说的，下晡就袂当参加读册剧场。或者甲各位报告一下，因为重点就是安那，重点是咧鼓励吼。另外，跨班组队即个观念就是讲。上课共一个班级，即个共一个班级，即个概念我头已经讲过啊。毋是讲固定几年几班，是上课共一个班级所以共一个班级，其实咱教育部相关的规定拢有啊包括你汉人你要修原住民语，其实嘛是会使。你是新住民语，你要修台语，这拢会使非得无论安怎，就是讲你日后安怎上的迄个时间，共迄个老师，你就是叫一个共一个班级。另外，因为咱国中7年开课，高中10年开课，春的无开课，对毋对？毋过咱嘛鼓励因来参加。即个时阵，高2、高3、高中8年、9年，恁嘛是会当来组队。所以因为这还未开课，对毋对？还未开课，咱就有一个春秋，而且甲各位报告一下。所以，共一个班级的概念就是讲，毋通互迄个几年几班绑条的，因为小公原住民混龄教学，线顶直播演剧教学即尤其。上台北市伊个演剧教学已经做几若档啊，所以即种物件，共一个老师伫共一个时间进行教学，迄个群体就是共一个班级。拄仔开始，我先甲即共一个班级即个概念先甲大家讲个清楚。刷起敢若2个敢会当比赛，其实嘛是会鼓励啦，尤其上迄较偏向诶，一班无几个，你要安怎要求伊来爬，对毋对？所以这其实咱是尽量鼓励国小若有台语社团，敢会当组队，
因为国小单位国10学年度教到即马已经教22档啊，所以国小照你讲用班级做单位，这应该无问题，所以无鼓励用社团的方式啊，因为你已经实施22年啊嘛，所以这老师甲你共班的安尼就会使吼。啊，偏向一班2个，其实这嘛是共款啦，拢尊重，因为恁咧判单2个尔，无可能为着比赛，你搁去牵一大堆无相关的人来，这对毋好。哦，因为这重点是看国立也一个重点，这是为着要上课的方式，互囡仔感觉有趣味，会当去讨论，会当运用伫日常生活当中，哦，这才是重点。啊，另外一间校敢会当干一队尔，因为全国赛一个县市派一队，啊，若是县市咧办比赛，一间校会当有几队，阮拢尊重县市的决定。哦，因为管端不如民怨，吼，这有时教部是管全国，啊，各县市依照地方自治法律规定，因会当家己来做决定，哦，即恁有意见，会当到教育局、教育处来做一个反映，吼。阮是尽量鼓励有人要参加开饭店，要咧惊人大只啦，吼，有兴趣恁就做伙来，吼。啊，另外就是讲文本的概念，就是讲你会当，阮有提供一寡文本。啊，甚至嘛，咱家己来编来写吼，啊，所以遮有一寡物件先啊，就是讲课程进行当中可能会当安怎进行，吼，这是今年收了一寡影片，大家讲做参考吼。看这个细啊，伊无是本的放假，吼，大家拢看甲真认真哦。所以老师即摆要甲你复习，看你阁会记得无？吼，好，第一条，大树引起高明做啥物代志？知影会请举手。哦，来，阿星，你讲看卖。引起高我爬山。真好，引起高我爬山。来，第二条，阿公有交代大树甲阿玲做啥物代志？头家着评，毋知大家有兴趣参加无？今老师要来选角色，想要演出口碑，请举手。好来，啊，啥物人要演大树？一当跳出去，大树因伊个火啊，甲阿公去教我佚佗。念了真好哦，吼！啊，大树来，两个老师听看卖。对啊，你就爱较细腻的。好啊，你就爱较细腻的。好啊。哦，律师安尼来进行啊，头有2个问题，我先回答一个吼。全国赛，阮是问问一个囡仔参加一项就好。哦，想讲你问讲迄个下早仔参加华语的朗读，啊下晡来参加读者剧场。读者剧场，阮比是比规工的，尤其台语组的，所以原则上阮是无鼓励囡仔伤过无用。阮知影你足将才，毋过你爱甲机会让互别人吼，有量才有福啦。哦，所以另外一个问题，若校足细间，人数较少，2个，我头讲着。基本上台语是6个到8个，不离个恁学校迄节课人数较少，阮嘛是尊重，所以你嘛是会当报。哦，这是讲咱规定是一个大原则。毋过我头嘛讲着是讲原住民，你看伊个演技教学、直播共学，迄方式足侪。哦，不离个就是讲，咱是用上课的班级做一个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啊，恁即间校的可能较增加，啊，可能一班干咱2个、3个。啊，虽然阮规定是6个到8个，不离个恁迄班真人较少，啊，你着2个来，哦，这拢是有一个春秋，哦，这拢有春秋，我头拢有讲过，吼。另外，阮有公告一寡文本要互大家参考啦，吼。啊，即摆已经公告伫网站顶头，啊，网上成功这吼，挑低入捌学校甲社区的户外教育，吼，这种变做一寡物件。有一寡情景，恁来根据这来做编写吼，这拢是会使的物件吼。这是一个国小8篇，国中8篇，高中10篇吼。这阮教务惊恁拄仔开始，毋知要对倒位去处理，所以我公告一寡朗读文稿，互你参考。啊，另外就是讲，恁要表现方式吼。阮是鼓励尽量，哦，表现形式无限制，不离个，而且要拜托各位吼，咱是要推动囡仔日常生活当中会晓讲，所以讲话过程当中，可能迄4句连啊，也是讲搭喙鼓迄种方式，敢会当尽量莫用遮。
因为日常生活当中，囡仔较无咧讲济，所以一个大原则啦，各位，你若要互囡仔会晓讲台语，咱的语言会当传承落去，咱就用正常来设计咱的口碑，咱的文稿要安写。我感觉这是一个重点吼。这重点是讲，咱甲花英语的读册剧场差伫倒位？咱差伫遮，一个人拢爱问，头有人爱问即个问题，每一个人拢爱问。每一个人问，毋是针对你迄个角色哦，是恁即组所表现出来。亲像啦吼，一个人是负责口碑，可能是头老爸像头迄个剧情内底，迄个囡仔无想要去学校读册，这时阵评判嘛是会当甲囡仔问讲。你若是即个囡仔面对即种状况，你要安怎处理？虽然你是搬迄个口碑人，不离个你嘛爱回答即个问题。所以问的时阵是每一人拢爱问。恁迄组有6个人，就问6分钟；8个人就问8分钟。一个问题一人就1分钟。这甲各位报告者，每一个囡仔拢爱有讲着，毋通一个人变做徛伫台顶变做迄张树仔。袂顶袂动，拢袂讲话，从头到尾甲插伫遐，安尼就无好。每一个学生拢是主角。各位可能爱有一个概念，一个上好的读册剧场就是讲，伊无固定干那几个尔。就头你看有老师，有同学，有老爸，有老母，有口碑，有男主角，有女主角，大家其实拢足重要。所以大家拢爱有来表演。讲的内容其实拢是针对伊的语言来讲。另外，就是讲，咱要互即种活动会当目标足单纯，就是讲安那囡仔会晓讲，而且讲的是日常生活语言，所以莫使用一寡奇奇怪怪的道具，无需要背景，无需要去配合，无需要去服装，拢免尽量愈生活化愈好。另外，你咧创作过程当中，阮是建议恁家己创作，万不离你若抄人的物件，人要甲你告是。就算你有着顶，阮嘛是甲你取消，因为这是智慧财产权的问题啦吼。另外就是讲报名的时阵，10月2爱报名，因为恁考黄国县市10月2进行的办县市的复赛，比完会报过来，报过来了后，讲实在一个观念啦吼，你虽然10月2甲送过来，所以变做有可能10月底。你的文本内底有可能佫改无？来，各位，你10月2已经送来哦，10月底敢佫会当改？来，紧嘞，甲我回答者，有可能会改对，甚至11月敢佫会当改？比赛是12月初4，讲实在，我是望你12月初4比赛的版本可能是第10本、第11本、第12本啊，是安怎？表示恁一直咧练习，恁一直咧对话，所以囡仔一直咧想，老师一直咧教囡仔指导，所以囡仔甲老师，像恁即组可能6个到8个，恁拢一直咧讲台语，讲台语。即摆就讲规个流程，我只放影片，甲各位报告一下吼。这规个流程，今年比赛原则上是照安尼来行吼。报道区设置每一个2至5外口的走廊，请按照竞赛手册规定的时间前往报道。竞赛场敢若提供予某一支竞赛队伍做准备，请其他的竞赛队伍先伫咧预备教室等待。准备时间结束，对工作人员行去竞赛场。竞赛员敢若会当炸文本、甲水盘入场，袂使炸文具甲道具。6号请准备，5号请上台。竞赛队伍会使家己决定要炸文本上台无，毋过袂使炸道具上台。上台了后，请甲评判报告题目的编号。我的题目是第10条。第2个是滚。当评判宣告迄页了后，竞赛队伍遂开始进行演说。比赛时间是用码表控制，国小学生组、国中学生组4到5分钟，高中学生组5到6分钟。
时间若到，下次第一届铃仔声低音；时间若到，下次第二届的铃仔声一低音一长音。竞赛团队爱紧甲演说结束，伫台顶庆贺评判的提问。5号，时间4分52秒，请评判开始问问题。演说结束了后，评判委员用迄组的语言甲竞赛员提问，问一条回答一条。评判针对每一个竞赛员提问了后，请竞赛员伫45秒钟的时间以内回答问题。回答的时间用码表控制，每一位竞赛员开喙25秒了后，工作人员会举牌仔通知45秒了后，会举第二届的牌仔通知竞赛员结束，换另外一位评判针对另外一位竞赛员提问。最后一位竞赛员开喙25秒了后，工作人员会举牌仔通知，并且试一届铃仔声低音。45秒的时间到，会举第二届的牌仔试2届铃仔声，一低音一长音。竞赛团队爱紧结束，提问的题数按照竞赛员回答的状况来决定。每一队总共回答的时间会照队伍的人数来决定。竞赛队伍的回答结束了后，行返去预备座位，摕走个人的物件，对工作人员离开竞赛场。头有人看影片询问讲会问什么问题？原则上是针对你所讲的物件来问，绝对无甲你问一寡无相关的物件。像恁这边问的是讲，头像迄个囡仔是上课拄着的状况，伊就袂去问讲恁当时会陪阿嬷去菜市啊，类似即种状况，听无？因为恁讲的是教室内底发生霸凌的事件，特别牵到伊是阿嬷的菜园啊，陪老母去菜市啊买菜，迄种问题咧，所以原则上。是安怎要加即种设计？因为足侪物件老师会叫囡仔去背啦，所以即摆问这甲情景式演说共款，重点是囡仔毋但会晓讲，佫会晓听，会晓组织，会晓思考，会晓表达，安尼晓袂？所以头有人问讲问啥物问题，原则上就针对你所表演的内容来甲你做一个提问吼。相关的网站，这吼我可能搭在资料顶头吼，也是贵乡头我看贵乡有到搭资料甲这恁拍111年全国语文竞赛网站，你甲拍入了后，恁拍这 keywords 安尼等我一下，来我甲这来，我甲搭在咱的同会中的信息遮YouTube 停格。YouTube 停格，这到时请关怀去处理吼。来，我即马甲带顶头，安尼看着无？恁试完了后，就亲像我这画面共款安尼。你来遮吼，全国语文竞赛内底，包括我头仔讲的，咱试办的计划，你甲试落去，伊就出现伫下骹，出现伫下骹。你若要下载，只有一个 PDF， 有看到无？这规个计划恁拢会当去参考吼。另外，竞赛员爱注意的事件。注意事件，也是讲文本的规格，要安怎用来？这阵仔甲各位讲者来，就亲像讲，你是改编还是自编，爱写得清楚吼。A4 上下1.5左右1.25，字体是14纸，14号字，用咱教部的用字来出。另外，若是讲是像讲奥多麦，这历史话来，你就用大头拼音甲拍出来，安尼就会使。其实这是鼓励创作甲写出来吼，所以这内底拢有一寡资料，各位会当去甲参考吼。知影无？所以相关的资料我放在留言区啊，恁会当去参考吼。你甚至甲拍111年全国语文竞赛网站，安尼就会当入来。这种放足侪出来遮。头迄物件我搁甲一寡重要事件甲各位报告，就是讲这个囡仔可能爱先去隔壁一间吼，因为这甲咱普通传统演讲无共款，因为恁一阵足大阵，所以先伫边仔去报道。
报道了，工作人员会甲你讲一寡注意事件，啊，就是讲要看你要安怎进行吼，这工作人员拢会甲恁讲。时间到，恁就入来。啊，今年吼，因为翕影片时阵吼，新竹市有准备迄资料夹，资料夹啊哩啊吼，所以若是会使。来，你头先问个25秒，我敢若会讲吼。来，就是讲原则上就是讲囡仔，阮往人讲明年囡仔用手摕就好啊。因为你若迄资料夹开放落去吼，各县市吼就开始开钱，哦用啊足水的，其实无必要。咱重点是囡仔会晓讲吼，所以袂当早文具，袂当早道具入来。啊，另外，你会当决定要查毋查，毋过我是较建议互囡仔查，因为啥？你若无查，表示即个囡仔就是背锅。咱鼓励囡仔莫背，所以上这阮是虽然是尊重啦，不过嘛是建议囡仔上好查的，而且囡仔用迄看迄来讲话就好，哦，无需要真正讲拢靠死背，迄规篇背起来嘛足长的，莫增加囡仔的负担吼，袂当炸一寡奇奇怪怪物件，炸入来要甲你扣分吼。啊，你甲譬如讲，我是抽到坐12号，啊，就先到12号这篇来开始讲。另外，国中、国小是4分钟到5分钟，高中是5分钟到6分钟，吼，这拢甲以前传统共款。啊，另外，咱以前情景式演说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讲安怎，有诶评判问题问甲落长，啊问短短啊。虽然是讲情景式演说，一个囡仔问甲回答时间是2分钟。不过，阮检查起来吼，有诶评判问伤长，对囡仔无公平，所以阮读者局长就做一个改变，所有诶囡仔拢是评判问完了后开始讲话，开始算时间哦。因为演讲拢是安尼，开始开喙才算时间。每一个囡仔拢有45秒，所以对每一个囡仔拢足公平，拢45秒。25秒会甲你举牌啊提醒，是安怎？毋是饲铃啊，是举牌啊。因为恁8个人，你若逐一个吼25秒叮，啊45秒叮叮，吼，规场拢伫遐叮叮叮叮叮叮，吼，实在伤错耳。所以变做想讲恁若6个，第1个到第5个拢是25秒举牌甲你提醒，45秒就表示你时间到啊，所以你就毋通阁讲啦，吼，就变做换后一个评判，换后一个选手，吼，类似这个概念，吼。最后一位。因上尾啊吼，上尾啊就爱甲你饲铃啊，做举牌啊，阁有饲铃啊，吼，这时间甲各位报告一下。这相关的注意事项，你拢会当去迄个网站甲下载落来吼。啊，问个题目看人数，所以头人毋讲吼，所以一组有可能13分钟无毋对，因为啥上讲咱用国小人上济啦，国小目前调查20县市要来报名，你想吼，一堆讲5分钟，对个囡仔咱掠上长啦吼，讲5分钟，啊一个吼。一人问一条1分钟，安尼吼变13分钟，所以若20县市要来，变做是安那20组，按总共260秒，260分钟，所以变做4点钟搁过2点钟，所以可能是会使啊9点比到12点，下晡搁煞去比，所以读者剧场规个赛程可能是几工诶。原住民客语因为人数较少，对数较少，较无问题，所以原住民甲客语拢是透早会使啊是。情景式演说，下晡是读者剧场，不过台语咱一组可能是会使也是情景式演说，不过读者剧场这边可能是规工的，比规工的，哦，所以讲啊，照你抽到的时间，甲你排好的时间，你就来报道，报道了去内底演说出来离开，吼。啊来，编号一个讲就好啦，无需要大家做伙讲，对毋对？啊，人伤济，有时声音无一个点嘛好，恁下晡。你有备教学准备时阵，恁会当去协调。哦，阮今仔抽的就是第10号题，啊变做互评判检验。啊，评判这方面各位，我伫强调讲，恁10月21交的迄个版本，到12月初4可能会变作一改，迄拢无要紧，迄拢尊重。哦，只是讲互选评判大概知影你是要讲倒一个主题，因为惊安那，惊有时立场嘛毋好。你明明是要下校霸凌的事件，结果你讲去洗牙齿。安尼立场，安尼变甲报名资料无合，安尼就袂使。不过内容加减内底一寡语句会当修改，会当换词，这是会使。不过你若主题对校霸凌讲到位洗牙齿，安尼就伤含啊。哦，所以变做这是一个确定恁的题目无大修迄个概念尔吼。哦，这基本上拢是甲演讲拢差不多吼。
啊，来咱评分的规准，甲各位报告。第一，就是讲团队活动，因为咱是鼓励囡仔日常生活当中甲人讲话，所以即种物件足重要是安那。你袂当上头你看，我头你看的影片，你一个问啊，我一个应，大家因仔足适拍，这是咱的生活用意啊。哦，所以这是咱要去做的吼。剧本是家己编，啊，出场的号码，迄是各县市领队，阮会开领队会议，用电脑抽考啊。因为甲演讲比赛，所有即马全国基本竞赛号码拢是用电脑抽的，不离个领队会来伫边仔做参考。哦，所以电脑抽完了会通知各县市，你演讲几号？哦，因为恁可能国小几号、国中几号，你用电脑抽的哦。所以咱的读者着重点就是讲，大家吼，你看头一出戏，大家讲啊足写拍、足斗搭，千万毋通咱咧念课文，一个念一句，一个念一句，啊，拢念袂起来，吼，安尼就较毋好。而且每一个人拢爱有表现力吼。啊，当然啦，咱这是咧推动语言啦，所以发音爱标准，像头啊报道，毋是报道，新闻才会报道吼。啊，工作人员类似即种，有时发音恁迄组若毋着较济，可能就较毋好吼。刷去想到画面，恁迄头画面有无？有。好去咧。有啊，我有看到画面。来，第三部分就是讲好会顺，因为咱这是日常生活用语嘛，所以讲了足斗搭啊，而且讲啊足写拍，这是一个重点。所以就是讲，吼囡仔而且讲话过，其实咱这物件重点是讲训练囡仔平时伫安那常常开喙咧讲话。接讲喙的时阵，接做手袂顿，这是咱的目标。第五万讲囡仔除了参加这比赛以外，伊变做惯势讲，等于出去教识大人讲台语，出去外口买物件讲台语，啊，拄着去外口社会时嘛，看着阿公阿嬷嘛会晓讲台语，这是咱的一种一种目标。另外吼，一个观点吼，讲话练转才求标准。各位老师咧指导囡仔时阵吼，莫要求伤严。哦，讲话练转才求标准，哦，学囡仔愿意开喙，啊，对家己有信心。因为你若一直嫌落去，囡仔就感觉哦无好耍，伊就无爱来啊。哦，所以甲各位拜托一下吼。刷起阮鼓励文本爱家己创作吼，这创作是讲甲囡仔日常生活有关系。啊，当然这评分项目，这四项毋是讲一个项拢25%，哦，阮这评分是讲咱咧讲话甲演讲共款是整个看起来。哦，啊，看起来倒一个较好来拍分数，所以这是整体分数吼。所以这是嘛有建议评判种综合评分，吼，莫针对某一项，因为是惊咱话啦讲特别去掠语音吼，迄个失去咱的意义啊，对毋对？咱是讲互囡仔讲话顺，哦，所以讲毋通讲啊特别去掠迄个发音啦，吼，所以这大家拢做参考。咱重点就是讲，变做咱台语是囡仔生活语言啊，这是要甲各位拜托的吼。啊，情景对话来，即马吼有啥物问题？咱我即马先甲咱要今仔讲的主题吼，先提出来，甲各位做一个分享吼。好，刷起来。有问题咱确定来，我看者，我看恁有啥物问题吼。另外，剧本家己写，号码用抽的对，嘿，无毋对。啊，无报告恁迄组是几号，一个人讲就好啊，安尼较简单啊。无迄10喙9拍针吼，啊，有时讲了。声音无好，电脑无好吼，来，对学生提问是针对规个内容，毋是你迄个人的台词哦。就我头仔讲的，上头仔迄个组，你看英语组，迄有一个人是负责拷贝，其实你当下问讲，你若是迄个老爸，拄着囡仔无想要去校读册，啊，你会安怎处理？哦，类似安尼，虽然你是拷贝，毋过我会当针对恁即组所表演的内容，拢会当问。爱听无？所以问的问题毋是你的角色，是恁即个团体内底演出的内容，可能是别人的台词，无毋对，嘿。所以这几项嘛有回答，就是讲，根据你剧本内底物件来甲你问，你内底这上头的影片是好好百灵的事件，绝对袂问你去洗牙齿。嘛袂问讲恁阿嬷有菜园啊无？啊，你迄个有紧找恁阿公算话，袂甲你问这，听无？会针对你会演出恁的剧本内容来问。哦，所以这部分咱会先讲到遮吼，因为问题我拢甲你回答嘛。我来刷起咱的歌，咱今仔要讲的囡仔歌吼，第一趴吼，囡仔歌内容足侪。我今仔重点是针对即5篇，哦，包括数理、破解、
佚佗、换喙音、讲规篇。剧本愈有创意愈好，当然。哦，啊，看咱影片我会甲各位分享，你要影不要紧，不要紧，你各位你若要参考吼，你主要去 YouTube 你甲拍迄个英语的读者剧场，英语读者剧场，这个关系已经比阮啊10几档啊，所以拢足侪资料会当去参考。不哩个参考就好，毋通甲人抄，你甲人抄，人甲你检举，安尼就毋好吼。来，拄仔开始，咱来讲台语的数字吼，即个是讲咱日常生活当中台语吼，包括咱迄个读者剧场，即间是演说嘛，定听到囡仔数字到底是咧读文音、读白音分袂清楚。所以我今日用寡时间吼，针对即个主题性啊，各位摕一寡资料帮做参考吼。来，即句啥物人要开喙，甲咱念一个来，一个就好。来，啥物人举手？一生爱欠1000万，20年买2间厝。继续小啊，头起来。一生爱欠1000万，20年。玉涵来好啊，玉涵来。我点你只开喙好啦吼，啊，出来人莫古怪起来，玉涵。迄是读三中三中三中老烈有3工，四季如春四界行。我转以早读5档，6合团期60集。7月7摆七娘马，百里市场8点开，9如路买9点过，10全药材有12。好嘞，多谢。厉害，你有注意无？头前读文音，后壁读白音，你有注意无？一生爱欠1000万，一甲即，其实有人讲即，其实即毋是叫白音，这是一个音的替代字尔吼。这咱后壁讲着，你话三中、四季、5转、6合、9如、10全，你话这头前拢读文音，后壁咧1000万2间厝，3工4过行，5档60。7娘马8点开9点过12，你看头前文音，后壁白音，啊，刷起来，换啥物人？换我。好来，换你好来。要念倒？念这啊，念倒。一家平安过一生，2队拢算第2名。三声无来看三国，4正做人食四方。5月坐帐包5户，60招山。买6厝，我袂晓念。这下年哈？六跳天哦。六跳。哦，六跳。这下夜市设7摆，8人做伙来拿8仙。8仙好卖。卖丢丢。医生，倒来。高顶老面送9如。顶来，这个唔对。高顶老面送9如。高顶。哦，高鼎卤面送9如，高鼎卤面送9如，10项药材做10全。哎，牛！这高鼎吼，可能大家拢关系大。1言9鼎，你有注意到？1言9鼎，你看1言9鼎拢文音。啊那高鼎卤面吼，你看这就是生活用语，这就是白音。所以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文白音拢常常咧出现。其实若毋是讲音无共，就叫文白音哦。就讲这咱叽叽嘟嘟，手指，中指，指甲。来，安尼毋是音无共，就叫文白音哦。吼，啊来，这2字敢是文白音？敢是？大甲这2字敢有算文白音？有无？做字应该无，昨是迄个做字应该是用替代字。这2字对，这2字拢是文白音，袂歹。来，所以就是讲，像这啦，咱的话即叫风音差，话无共所在发音无共。昨日、昨啊，若依然是昨昏，你有注意无？这叫风音差，无共所在有无共腔角，风音差甲咱的文白音是无共的哦，各位要注意吼。
其实这文培因，我简单交代者，这是为咱早期第一届吼进调的时阵吼，一走路走来到泉州一带，所以迄是第一届移民，迄叫移关南渡。就是讲为遮五胡乱华的时阵，为遮伊走来遮，这甲国民党嘛差不多。中原啊，输吼就走来遮，遮啊，搁输走来台湾，台湾啊，搁输吼毋知要走去倒啊吼。太平洋，问题太平洋。这其实嘛，真一个观念啦。你看，我拢查一寡古书来做证明。北人撇胡该在南，南人至今仍正义，因为西晋朝走来嘛，对不对？所以变做这话拢是为古早就流传落来，甚至甲中原古拢留来像这有心，还是讲鼎、新妇、金烛、室内滴，这拢是语言的活化石，为古早中汉语留到今嘛吼。另外，因为咱祖先走到福建一带是甲当地的原住民结合，所以有一寡语言嘛套人做伙，像讲手网、水瓢、好遐，这词拢是古早词哦。当地嘛一寡百外的民族，所以像讲落、散、啉、扣，你有注意到无？这拢是先有音，尾仔咱找字来斗，这拢其实拢是算替代字吼。像讲东基啦、东哥哥、查甫查某、慢囝，其实拢是古早，所以这语言拢是较早期的。所以简单来讲，恁兜若是拜宝生大帝、大德公的，恁可能就是你的祖先可能是泉州人。若宝生大帝上有名就是点龙眼、猪虎后，所以你若去看一个所在吼，有龙有虎的，迄内底一定拜宝生大帝吼。像高雄、龙虎塔，你内底一定拜宝生大帝，这个观念。所以咱来回到咱的主题来，咱转来到遮，即2、3、4、5、6、7、8、9、10，有人讲这叫背音，其实这有一个问题啦吼。7，这是替代字。另外7，你有做着无？7月7拜7娘妈，你自头到尾音拢共款的，所以7只是加一个音尔。所以有人讲，即2、3、4、5、6、7、8、9、10，这叫背音，其实是一寡有重大的所在吼，而且甲各位报告一下，这一次有迄个音，咱找字来替代字吼。另外，这几两吼，用2平，这2个拢是白话音。若两公两就是文音。若来。香香凉凉，香香凉凉，咱大家要哪翻？香香凉凉，香香凉凉。芳香两两，芳香两两嘿，芳香两两拢是白音。你正两公就是安那文音吼。三心两意，这嘛是文音吼。另外7加这个字。不离个吼，有人讲7加一个音，毋难呢。其实你若注意吼，咱毋来7这字尔吼，咱这里阁有一个音，毋知啥物人有注意到无啦？7啊，7啊是另外一字，7啊是倒手边一个查某边仔写字刀小的刀吼，花落地刀小的刀，拍7啊，迄是迄以早去送舞厅拍7啊迄啦吼，来，这边读。7乱七八糟，乱七八糟，厉害厉害哦！恁遮种知，这时阵就毋读7啊，乱七八糟，你有做着无？所以有时候台语真正吼，互咱学袂完，捌袂真，有时佫想袂晓。你看这个时阵爱乱七，咱这是7，毋过你乱七八糟，爱甲注意者。另外，咱的白话音用的什么所在？买物件吼，因为是日常生活用语，所以这拢是算。1尾鱼、2只鸡、3丛树仔、4粒花、5粒鸟桃、6条菜瓜、7人食、8块粿、9支笔写1部册。买物件咱就用白话音，爱知影无？所以伊的用途是用即个所在。像讲吼，阳山托市3角6间10月50日7早8早，民国103年几千万，这种甲日常生活有关的简单，拢是用白话音吼。尾仔。单正台湾宫，台湾宫这个是一个重点哦。台湾宫就是咱拜的神明，倒一个台湾宫。开宗圣王。对，开宗圣王，所以就是安尼。每日平乱以后吼，变做东条，所以台湾宫就是用伊的胸口，甲咱的祖先读四书五经，
所以你即摆若用咱台语，所以漳州腔其实就是文音，简单来讲就是安尼。所以咱会用文音去读古诗词吼，上下味。所以第三讲嘛是东调吼，黄巢之乱吼，咱讲燕巢嘛，黄巢之乱，所以拢用因的腔口甲咱的祖先，因为拢教是教一寡读册，所以变做较文言音、读册音就是安尼来吼。啊，像即句来，即句咱来思考一个问题。我用华语讲哦，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各位东调的东西的特色就是啥物？用文音念，用咱所讲的台语。用押韵。押韵，毋过我头仔读华语有押韵无？无，因为咱用台语读看卖来，啥物人要读来？来，我来读。君自故乡来，来。因知故乡事。代志一，起窗前，寒梅着花味，来，另外，头要读下来，啥人讲要读下来？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起窗前，寒梅着花味，着花味。我来读。爱押韵，来，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在。来日起窗前，寒梅着花麦。着花麦，你看有注意到无？就很厉害吼！你看，你若安尼读吼，王维地下有理讲，真正诶，恁台湾诶古语拢学白教，爱用台语读才对。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在。来日起窗前，寒梅着花麦。试看卖，食看卖，对毋对？你看，安尼才正敢有下味啊！而且我搁做功课，你有做着。记住好男儿，春年学语时，问题人客是上得老夫诗。你看，人客即个词，华语用啥物？华语客人，人客。你看，诗圣，伊是用人客哦。啊来，白居易的歌，你看着无？所以东调，咱即摆台语足侪语词，拢是为东调时阵留来，因为啥啦？因为伊是用这来教咱的祖先，所以东调足侪作品，拢会当找着甲咱台语有关的语词。你像即种来，你看来，有眠床一张，该是触笔。你看，咱嘛讲眠床啊，华语袂讲眠床诶，华语会讲啥物？床铺对不对？你看李商隐伊嘛是讲眠床啊，所以你看我找你看，包括白居易，包括杜甫，你看这讲的人客的歌眠床拢是安，甚至到明朝，你看哦，明朝若讲照华语，咱是讲好生安怎？若照华语啦，咱是热闹，好生热闹对不对？毋过你看到明朝，伊嘛是写啥物？老热，是毋是老热？所以咱足侪语词其实拢是为古早就传承落来吼。啊，另外咱头白音讲完，即马讲文音，1、2、3、4、5、6、7、8、9、10，这是文音啊。不哩个2干啊，即个尔，2干即个音尔，7嘛干啊即个音尔，所以其实这袂当讲文白音，知影我意思无？哦，所以2就是2，2就是2，哦，所以袂当讲。1、2、3、4、5、6、7、8、9、10，这叫文音。其实这安尼讲是说无对同啊，应该是2甲7，这两字加一个音尔。哦，2甲7加这个音哦。啊，另外，来这句啥物啦？5吉4六。5吉4六，你看你5吉4六，你袂讲5吉4六，你有注意到无？你做自然，你就读5吉4六，是安怎？因为你知影这是算一个成语嘛。所以你读成语时阵，你一定爱读文音，读白音，爱读文音。文音5吉4六，5吉4六啥意思？真贤思考代志啦。真贤思考。你像这较古早词的，你也袂晓，你去查台历大词典，哦，台历大词典，足侪古早词内底拢有吼。啊，另外来。这叫15，你看咱若要读诗词哦，15年，你袂当15年，对不对？15年变做啥物事？来，15年，咱甲做一个对照，15年甲15年差伫倒位
属于拼接吧？无啦，文培音啦。文培音。啊，我来台北已经15年啊。15年培音吗？你来读诗词吼，比如说信五年，爱听无？啊来，小姐来刷起来，咱为这两三个我特别到这来斗者来，什么人要读来？文音哦，即阵要读文音。一杯一调，一调，来，过来。二八佳人，三心两意，四方八达，五谷丰丁，丰丁。你就听讲，从八仙过海，我时阵是全是美，安尼听无？你看迄读起来，你就读文音，哦，感起来足适合，足有迄种气势，是毋是？啊来，哦，这台湾去查呢，来，什么人要读看麦？我头有讲到唐朝、明朝，即马讲到宋朝。一气二三里，烟春四月。叫你搁注意着，这毋是两哦，这毋是两。烟春一里，一气二三里。烟春四五家。烟春四五家。烟台烟台绿树菊花。八九十枝花。你要读文音，你就要读花，你就读花，爱听无？咱来去花莲看花，爱听无？哦，老师请教一下。花，来，这问题。八九十枝花，还是八九十枝花？枝花。你这个是应该是读枝，那文音是毋是读枝？八九十枝花，嘿，对。所以你像讲，咱花是白音嘛，所以你要读规句，拢要共读文音，爱听无？哦，我调你做一句吼，就是讲，你看唐朝、明朝、宋朝，其实这音拢分啊足清楚。你咧读诗词的时阵，一定爱读文音、读白音。诗词啦。文音。咱咧读诗词，就是爱读文音吼。嘿，文音。来这篇来。文音用来读古诗词的，你别个作品，这边什么人来举手？老师我。慧珍，来，点着这个，点着你再讲吼，来，无会伤吵。慧珍，来。好，来，我来试看卖。做法白帝城，离别，雕时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地不渡，轻舟已过万重山。厉害吼，提不住吼，像类似安尼，你看这你读一日还，两岸对嘛？会讲岸这岸是文音啦吼，回调时间。咱讲真有名的作家，我足崇拜的老师吼，因为咱当时咱的评系统当正啊成功，拢是靠李清安教授。李清安教授若讲教咱台语的读法爱安怎读？李清安，但是照你讲啦，花，无啦，迄你电话是伊免咧讲。若讲咱照咱台语读法啦，咱姓是读白音，名读文音，是毋是安尼？所以你讲应该是啥物？李清安，回合时间嘛，对毋对？不哩个名中主人，老师伊讲伊要叫李清花，咱就对伊讲李清花。名将主人，这观念够要有。你看，你要读诗词，你嘛是读文音，哎，大概会法度文白音无？所以你看你的对象是日常生活，还是要读册、古诗词哦？日常生活你着读白音，啊，若古诗词较典雅，你着读文音哦。啊，就讲来，咱讲一个来，沉甲静吼，来，这沉甲电拢会使。啊，即马来。这边啊，咱读台语，因为咱台语即马有足侪现代语词，现代语词咱台语免读。沉浸式教学。沉浸式教学，你看你的教学，你啥要爱教学？你啥要读教学？是安怎？文音。会对文音，所以变做就讲教学是啥物？教学是白音嘛。白音。所以咱要读一个专有名词的时阵，因为专有名词有时就是用文音表示较正式。沉浸式教学，咱会安尼来读。正式。沉浸式教学，专有名词咱就读文音。另外来，像这跟烧法，最近通过跟烧法，因为我咧练口语。跟烧法。
金沙发，金沙发，这比大家读惯是好啊。碳足迹，炭竹叶，足粒，炭竹伊个拄啊开始讲听起来挨着挨着啦，不如就大家对你读。看足业啊，因为即摆上惊是安怎？一个新名词出来，大家会去翻，就亲像汉堡。竹叶，汉堡你怎讲？汉堡夹，你一个挂包，你看看吧，汉我堡，讲的种物件，大家读法无共款。毋过语言是各人属性啦，好，所以大家都想讲，若讲较新的，尤其是咱教育现场的新的名词，就拜托尽量讲伊。若讲咱即个咱台语有音，咱就用音来读；啊，若有文白音、专有名词，咱用啥物音来读？专有名词，咱就用音来读。啊，你较一致啦，无一个名词吼，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吼，啊，真正对语言推动无好处。哦，所以新名词、专有名词，建议各位用文音来读吼。讲台语真欢喜吼，台语好听，大家爱讲，啊，而且吼，有闲去行行看看吼。来，文音一般嘛用于西元哦，所以2021要安讲2021， 2022咧。 2022，啊，另外即个空敢会当讲是算文白音，即个空。无诶，迄是一个代替字哦。哦，所以我在足侪物件咱讲吼，迄是文白音，其实话毋是啦吼。啊来，规段吼，咱来切做几若段来读，像讲我手机啊。0926，免赶紧，免赶紧来。你讲读对，我即摆是讲你叫你读毋对啦。你用白音甲读看卖，你用白音。 0920， 09 0960，0926， 826，咱咧教啊，拢咧教囡仔287，你叫囡仔用毋对，读看卖，你就知影问题出伫倒位啊。你有做着，你用白音读起来，你读甲。啊，后壁这个读，后壁这个。 0800287，哎，对，真正足歹听，你有做着。控，你白痴啊！啊，像这下骹这个咧，这个，你读文音，这像你读文音。1788751，你看大概是毋是足顺？这变做就是讲，这数字咱读完，拢是普通，拢是读文音吼，小注意一下。啊，另外，各位想看觅，咱的成语当中吼，有倒几句，一句成语吼，内底有2字，1、2、3、4、5、6、7、8、9、10，拢读文音的，有人想到无咧？一比一中啊！迄头仔讲过，你搁讲遐无意思啦。爱家己想，紧来来，咱恁教育过程当中吼，有时尽量增加一寡趣味性。 三心两意，三心两意。中意，你还是八仙过海，八仙过海咱有讲啊，来，我白色。啥个？两花十色，五花十色，五花十色。我是我好数海，对，我讲恁拢家己会当去做修正，安尼诚好，过来个无？三岛九流，三教九流，三岛九流，会使来，个无？四书五经，四书五经读到头，毋捌忘我孤必走，来，个无？来，sorry。老师读出来是我讲三岛九流，三岛九流。三岛九流，迄当初是高哦，你是讲三岛哦，你是用高雄的家仔名来号，当初是高雄就是来10个几甲读出来10个。七雄馆哈。无，高雄的家仔名，一心二姓，三岛四维，六合，七王八德，九如十全。啊，七转，头好来。一心二姓，三岛四维，五福六合，七田八德，九如十全。对，水牛。高雄当然是号名偌有智慧的，你看。啊，另外吼，有时你若有厝，你去问了，Google 去查着有啊。哦，迄真正有够水贵的。啊来，有时咱的文白音会套人做伙哦，用什么时阵？排顺序的时阵。排顺序叫叙述吼，啊，就讲排顺序第一名、第二名爱读文音，啊，剩个读白音。所以咱的第一名、
咱袂第一名，第二名你要读第2名，第3名你要读第3名，安听有无？啊，你讲1、2读文音，3、4、5、6、7、8、9、10，咱读白音，哦，这算文白套咱哦。来，第1名、第2名、第3名、第4名。1月初2、3月、4月初2，你话4就读白音，2就读文音吼。7月初52个拢白音，8月192个拢白音。啊来，5月26。5月2日。你读5月2日对不对？嘿啊，5月2日。啊来，20几的时阵，咱俩读20几。2、1、2、2、3、2、4、2、5。咱就把迄个十安那，无是。哦，新数数。新对啊。啊来，另外习惯，老摆顺序的时阵嘛是按照这规矩哦，1、2读文音，3、4、5、6、7、8、9、10读白音。来。喙水。一喙水，一大文音，再来无了了，平暗路，一年3岁4少年。好啦，关起，行唔对路啊！恁真正行唔对路。这里吼，1钱、2元、3岁4少年，5好喙、6家龟、7皮、8面烂、9强、10天良吼。这有时就是讲拍七啊，还是讲乌白来，行暗路的招数。只要甲你大家做参考，啊，1钱、2元、3岁4少年，你要注意哦，这1、2读文音，3、4咱就读白音哦。啊来，一人读第二来，哦，恁反正拢足好足紧的来，咱即摆毋看卖，什么人？举手来，啊袂点着来，手机来，手机倒手。第一讲，选举体能运动；第二讲种甘蔗互回社帮；第三讲。带查甫囡仔扇东风，第四讲弄球烧光，第五讲食薰分风，第六讲步槟榔破凹红，配红。伊凹红嘛是有人讲啦，不如我拢头时阵人写啥就读啥吼，凹红配红拢会使，就是讲配红白配安尼，真牛。1、2读文音，剩下读白音，安尼晓吼。啊来，上这个来，这句来，什么人要来？英语来，英语。好，一开成二好运3本书。第二个。一是二，对我袂晓念。这个我条唱你遮要甲你改的哦。嘿。这是爱哪读？一是123才做人情。就是讲先甲家己食清心，顾好势，啊，听无？这个甘去盘哪？若无人情世事陪到到，你会无定佫无走。做人情就是这种人事，红包白包这种啦吼。啊来，第三句什么啊？第三句，有名。一不做二不休，三不做二不休，啊三不做咧。叫完想。来，下一句。一家2千3，行4用，无食无用，写路用。1食2千3行4用，无食无用，啥路用？哦，这种比如1、2读文音，3、4读白音，吼，啊差不多啊啦。我感觉不离个吼，这个有一个美感哦，恁拢无注意哦，恁拢会晓讲，只是讲恁咧教，拢无教囡仔教的。所以有时囡仔毋讲我，你几年啊？我1年啊，因变成我1年啊。放头前放后壁有差哦，毋知各位有注意到无？放头前爱读啥物？放头前。文音。啊，放后壁咧。会当放白音。音。来头前读白音，后壁读文音。就像121咱读啥？121，121，121。121，敢是读121。121。你有注意头前白音，后壁文音。啊，1351咧。1300。会当这无中无省略，1351。你有注意白音文音有注意无？不哩个101大楼，伊这是专有名词。我头讲的专有名词，咱读什么音？文音。所以要读101大楼，爱听无？你袂当读迄个101大楼，无人安尼讲的。101大楼，爱知影无？哦，这算我大家帮做参考吼。啊来。啊，若零的先读空，这个应该较无问题嘛吼。啊，250咩讲？250。
205、 205、 380、 380、409、 496、 4006、到会当406，袂使，差倒位406是偌济？406， 460。啊那4006就是4600，哎呀分吼。差10倍，就安尼。会了钱。阮爸因足厉害的。啊，我今仔直讲一寡囡仔歌吼，毋来咱台湾的，我甚至去厦门上课，甚至甲因的物件吼，甲收集过来吼。所以咱敢若分享足侪。就讲咱即摆会晓读啊，所以咱的数字片就开始要出现啦。来，即句啥物人要来？即咱台湾的。1年啊空空，2年苏某空，3年兔剑公，4年爱碰风，5年啊上帝公，6年啊阎罗王。哦，你的声来遮好听啊！前回你是咧录音的啊，遮厉害。是，我之前109年捌着迄个全国赛总统。哎哟，真正你看我听会出来。多谢。即是讲，即囡仔去校豆豆安那，伊拄啊入校空空戆戆安尼，啊愈来愈活泼。啊，到3年话就会晓开始讲，啊4年愈讲愈碰风啊吼，啊即摆5年就较歹传。所以像即摆国小伊个纪念老师个分级，逐个一填志愿吼，第一志愿拢要填，这是低年级、中年级甲高年级吼。第一志愿拢要带做一个阶段个。中年级的。中年级我甲伊讲，第一志愿真正是中年级，啊第二志愿咧。低年级。上无爱带个是啥物人咧带？高年级。6年啊，新来啦。伊即个上帝讲吼，甲严落吼，即种足歹出来，所以即摆足可怜，就是足侪校5年啊、6年的纪念老师，拢足侪拢是代课老师，你敢知？这是一个真严重的现象。上歹教的囡仔，结果互菜鸟老师来教，吼，这真正是艰苦一个吼。啊来，像这啦吼，咱有时咱咧教学过程，其实来足侪出版公司嘛，甲咱提供足好的材料吼。这是出版社出版的物件吼。另外，这嘛是另外，来这两衫穿新衫4、5、6册爱读，7、8、9毋通好，欢欢喜喜来校。你有注意到这囡仔歌一种特色拢是安怎？有啥特色？阿文。阿文，嘿。阿文。这间出版社即摆毋知倒无。做着这囡仔吼，这为着阿文，你看7、8、9毋通好，伊头大大，伊个烦恼，啊尾仔无伫头水仔家随笑眯眯吼，这囡仔足厉害。另外，一个囡仔2领花，3尾咸鱼4碗炊，5条菜头6块果，7粒莹莹8枝花，9张面为爆米花，蜜糖5碟赢赢杯。这时阵吼，咱咧思考一个问题吼，咱咧教，你看人用唱的。咱要教册，咱嘛是专业人员啊。那出版社会当用唱的，咱做老师敢会当用嘛是用唱的。尤其你有注意到，咱台语的教材足侪拢是用啥物？用4句连啊、7字啊，因为7字啊吼，迄音乐性足强。来，这啥物人要唱看觅来？用唱的，用唱的。手机哦，手机来。手机也唱，还是手机咧唱袂去放落去？啊，莫浪费时间。一个囡仔2领皮，3尾咸鱼4碗炊，5条菜头6块果，7粒莹莹8枝花，9张玫瑰12花，蜜糖5碟赢赢杯，爱听无？哦，听无？非
上清楚，新鸳鸯蝴蝶梦。啊，你用搞，来，啊，这叫啥货？这叫啥货？蚯蚓。雷了，这咱叫雷，咱台语有一个专有名词，这叫秋雷，秋雷，秋雷，毋是烧酒雷哦，秋雷，酒雷，毋当烧酒雷吼。我听着那走进去啊，来，一讲你内底我挑的所在吼，一块过，两个走骹背，走骹背什么意思？走骹背，爱拍拼才有通啊食。无啦，就讲走骹背，这个人伊做的工作可能是安那，爱走总，爱走总，爱走总。啊，来，3个无米煮，4个无饭炊，5个有钱摕，6个有叫坐，你看，所以例愈济吼，愈来愈好，对毋对？不哩个，你若例伤济，7个变做下乌壁，变做啥货？7个下乌壁什么意思？做菜啦。做菜啦，啊8个做去食。啊，后壁这句名头来，我看9个叫安安，10个高王。你的后壁，伊后壁是要做官，对毋对？咱这囡仔官一定有呢。高王叫安安。9个这囡仔官，这先读白音吼，9个高娃娃，10个会做官，会做官。这变做互囡仔咧数字的时阵，啊，先煞。1、2、3、4、5、6、7、8、9、10，囡仔安尼就学会晓。你看，1、2、3、4、5、6、7、8、9、10，是毋讲用唱歌的过程当中，囡仔就学着物件，安知影无？哦，所以咱的囡仔歌其实充满智慧啦吼。啊，这是另外一个版本吼，那差不多，就是讲你这做参考就好啦吼。啊来，第一个国公，第2个文王，第3个骑纸马，第4个西凉咧，第5个人丁牌，第6个压去台，第7个走去报，第8办倒册。第9个高进步，第10个拍大锣，这其实这拢嘛是要教囡仔学啥货？数字，哎，所以什么叫骑纸牌、人丁牌？哦，这个是讲一款物件，各位先啊参考一下。啊，来，这时阵各位要思考哦，这时阵是读文音嘛，读白音？你看，伊这里是写字哦，所以这时阵咱来读文音，读白音。文音，回进来。一是东调一品，二是二甲进士，3是三元及第，4是四品经堂。要读经也是经。5是五字定科，6是六国封印，7是七境在条，8是八赛做官，9是九文提督，全富贵。你个顶头者毋是9。9是九文提督，10是十全富贵。你看十全，这个十全，你若十全，迄个算白音，你看。有时咱咧教囡仔时阵吼，参头到这种3、4、5、7、8、9，迄是白音。毋过你看，有个人就讲，这囡仔其实学文音嘛爱学白音，拢爱读，所以变化头一篇是白音，一篇就文音，所以啥拄开始我就要讲强调，咱爱先来了解文音白音，会晓知意思无？所以这是9是九文提督，10是十全富贵，哦，爱注意一下吼。啊来，这个时阵问题就来啊。到底是咧读白音，读文音？你先甲看伊这文字的结果。我感觉咧囡仔歌你毋通看伊无点的，这种学问呢。来，这种白话音的，讲着伊是甘蔗开花直，讲着伊就是你玉兰开花芳透天，讲着衫就是衫。番薯开花闪透干，讲着是，桂花开着香味味，讲着五就是五，五仔草开地菜脯，菜脯啦，菜脯，就是啦，红花满地红，讲着七。就是七，玲玲开花甜蜜蜜，讲着八，就是八，万年开花白，讲着九，就是九，玫瑰开花伫阮兜，讲着十，
就是十，高吹开花无人插。啊，来，咱来思考一个问题吼，红红开花是满天红啊，满天红。咱来思考一个问题。满天红。对，因为咱是要教这篇讲明显就是教白话音嘛。啊，来，其他老师吼，莫规先关一下吼，才袂有 echo 吼。恁先关，看了要请你发表时，再请你再开吼，即摆先关起吼。啊，像这啦，是安怎是阿婆啊，毋是阿姨，毋是阿婶、阿金，因为这是趣味啦。7、2、3阿婆去洗衫，4、5、6阿婆去走啦，7、8、9阿婆去海口，10、11、12阿婆阿婆走袂离。啊，这其实这算，咱的数一定为10变到12来啊。啊，这变12个，12就是咱定讲的12生肖。这两句有变化，就变化过来这两句。传统的囡仔歌10个是讲啥？你敢知？哦，过门店。无，迄是尾啊。上11到12滴。11到陪客兄12滴菜蚵仔命。咱做老师的吼，因这传统要传承无毋对，毋过你要效咱爱注意11到陪客兄吼，你要甲囡仔教客兄，人家教歹囡仔是势，对毋对？无囡仔客兄，即马客兄因的用词叫啥物词？各位敢知影？囡仔。小王。哎呦，厉害！我拄开始我嘛毋捌，因为咱讲迄个外面的老婆叫小三嘛，啊囡仔甲我问讲，外面的老婆叫小三，按住外面的老公叫什么？我那讲起我毋知，啊你讲外面的老婆叫小三，外面老公叫什么？我都想无啊。小王啊，加一竖。啥是小王？我就安尼甲问啊，啥是小王？啊，要哪讲？要哪回答？为什么是小王？你跟我讲啊！因为他多了男生的那个东西。男生加一竖。加一竖。恁拢讲话较文啊，加一竖，毋过囡仔拢讲啥？多一根。好，安尼讲到遮就好吼。毋过咱要到现场，咱做个改变吼。咱讲11到过门埕12滴真好命，是毋是安尼？因为你用刀仔共抬，这变做一种违反性命教育啦吼。啊，像这其实你看我甲收足济吼，各位若有兴趣，这拢会甲各位分享吼。啊，另外这个是到过年时阵吼，来这篇什么人来？这篇未发表过人先举手，发表过你的先举棍一下。飞机来，飞机。好。飞机来，注意听。好，正月正，请囝婿入大厅。2月2，开地公社社土地。3月3，桃仔李仔双头担。4月4，桃仔来李仔去。5月5，龙船过满街路。6月6，大水车拍落搭。7月7，龙井乌射流鼻。8月8，牵豆藤满豆芽。9月9，风吹满天好。10月10，冬瓜汤酸落正鸭。11月，新年会。12月，人吹过。多谢。桃仔来，你也去，来这飞机莫个先关解吼，来。各位有注意无？咱的祖先若讲教数字，先煞教一寡物件，教囡仔教落去，你有注意到无？2月2是啥物时阵？2月7日。头月公车啊。头月。2月7日是头月。头月。啊，若尾月是当时尾月。照你讲，头月应该是正月7日啦，毋过正月7日吼，大家要等后头厝尾已经插去啦。哦，所以变头月是2月7日安尼吼。你看，伊这3月3，桃仔李仔双头担，表示3月时阵，桃仔李仔都在大出，是毋是安尼？啊，4月4时阵，桃仔已经差不多啊，桃仔来李仔去吼，你看拢过节哦。啊，甚至有时讲吼，7月7，龙应乌射流鼻，表示即两种过节嘛安那，看要出来。人讲6月雷，7月应，6月领波仔，7月迎应。咱的祖先有时咧教囡仔教数字，先煞教，什么时阵迄个过节会大出，先煞教囡仔教落去。我感觉这种做一个真好的结合吼。啊，这是6搭吼，用田的时阵甲土炮3个6搭吼。啊，像你其实拢差不多安尼啦吼。
另外这一个所在读毋对吼，所以爱甲各位提醒一个，初是至神，初五过几，至神毋是接神，至神足重要，所以我读3届，初一早、初二早、初三困到饱，初四至神，初五过几，初六养肥，初七七元，初八完全，初九天公生，初十有食食，在请囝婿，12请查某囝转来食暗暝配挂菜，13关了野生，14月光，15是元宵暝，哦，这是至神，哦，至神，即句拜托甲囡仔教好势吼，哦，规方做好，甲大家随甲查出来吼。啊，像这其实这数年物件我就先讲到遮吼。所以来，咱讲完啊，咱来讲破解。哦，这是我对阮阿嬷足崇拜的，所以我自细定对阮阿嬷学台语就是安尼。阮阿嬷足侪人生的智慧，阮阿嬷毋捌字，毋过充满智慧。足侪物件吼，拢安尼。有时咱加减目睭会叫，涂粉啊用着对毋对？毋过咱阿嬷偌厉害呢，拢乖孙来，因为咱目睭点着无，我点无爽快，啊目睭咧捏。阿嬷就甲你叫过来，叫来，目睭讲目睭无分配了咪好，因为阿嬷无伫无伫甲你，咱用火惊着，咱目睭就安那，咱用火惊着，目睭，而且年纪你顺顺，目睭袂切顺啦，目睭擦你。对，因为咱讲阿嬷火惊着，所以咱目睭擦你，啊，迄个图案可能就安那，就走出来。哇！你看这破解偌厉害，阮阿嬷即只外包的，目睭讲目睭某分分的念伊好吼。啊来，目睭串声台，好事来歹事煞，观音不做来收煞。啊，或是讲来摆卦吼。阮哩就讲，咱即摆惯势讲啊，迄个倒平正平目睭咧跳，可能有啥物好代歹代。毋过阿嬷拢甲我讲安那，免惊吓，所有代志观音不做拢会处理好势。哦，你看这种吼，用现代科学来讲，迄叫啥？心灵安慰、心灵治疗，哦，阮阿嬷治疗。民俗疗法。你讲民俗疗法，我感觉。安大人心啦。其实就是真正就是咧，就像阮带囡仔吼，阮咧资优班要考建中8月6时阵吼，敢爱去拜拜。爱啊，爱拜拜，真正。爱。其实是互囡仔安搭伊的心灵。咱嘛知影读册爱靠家己认真，不能个考试你的好运歹运够会影响。嘛是。哇，这多，安大有时带囡仔去拜拜，这嘛算一种心理治疗、心灵的安慰。嘛着人嘛着神。着神着人，嘿对。毋过神毋通真信，毋通无信吼。来，这两三事，囡仔人着甲扫无代志，天公伯会宝贝，这是下两因迄边讲法。毋过吼，阮阿嬷甲我教的较长，我着甲下两甲咱台湾做一个比较，下两较短，咱台湾较长。可能咱台湾人较有来知啦吼，这两三事，囡仔人惊着无代志，只倒是保仔会保庇你细汉好药吃，保庇你大汉会顺时。这两三事，囡仔人种啥无代志，倒是讲会保庇你细汉好药吃，保庇你大汉会顺时。这个时阵是出现在什么时阵会？阮阿嬷会念即句来。红圆啊。红圆时，毋是拜拜。洗身躯，洗身躯哦，恁咧这个，迄真正。你看老大人哦，因为咱要洗身躯哦，伊总用咧骹桶底水，对毋对？啊，要烫衫之前，因为囡仔看了迄有时惊，阿嬷拢会喙哪念的，就算互囡仔袂去注意迄水，注意听阿嬷念这哦阿文告诉听，安那用哪水甲你胸坎搭者，安尼听无？哦，啊变做互囡仔袂惊，这我感觉这嘛是足厉害。囡仔人烫衫无代志。啊，因为阿嬷一直念，啊，咱就叫感觉叫做好听，所以咱就袂惊吓。哦，这阿嬷绝招吼，我感觉阿嬷应该是好的专家吼。啊，这下两个，惊耳无惊胆，放屎有干仔，惊耳无惊人，行对耳仔边走甲找无人。这发生伫什么时阵？这咱台湾无。这下两个，什么时阵阿嬷会教囡仔念出句，要破解囡仔惊吓。什么时阵？放炮啊！对，放炮啊！恁来这搞啦，伊无伫放炮，恁会惊。所以阿嬷随出招啊！吼，阿嬷偌厉害，无论出什么物件，伊拢有法度。想要洗身躯的，目睭点着，伊拢有法度。惊耳无惊胆，放屎有干仔，
惊耳无惊人，惊对兄边，惊走甲找无人，所以你免惊，阿嬷拢甲你治疗好势啊。我偌厉害诶！阿嬷若是讲迄落眼科，个会学皮肤科，吼，逐项拢咬吼。食土咬大毛，食狗牙咬八件，食落腹稳达达，食落3寸变土粉，无惊无险，互你互狗惊，互阮阿老仔无惊无代志。阿老仔，什物是阿老仔？各人知影？老师，阮迄个阿嬷拢讲阿乐啊。阿乐啊，好。阿老仔，啥我会讲阿老仔，你敢知影？啥我要讲阿老仔？我调讲的哦。这毋是方言差。毋是，我调讲要讲阿老仔，这是要。对，为啥物足侪阿嬷叫孙拢叫阿老仔？阿老仔拢有啦，不啦。我是要强调，阿老仔是甲咱民间运动足重要一。尤其诸葛亮就死哩阿老仔出来。六合彩。大家乐啦。这早期是讲迄乖孙啊，叫阿老仔，不哩个，尾阿老仔拢变做啥？大家乐，爱听无？哦，这有时吼，囡仔赶会变做社会运动，这其实嘛算一种联想啦吼。这招吼，阮阿嬷搁较厉害。这用啥物时阵？你敢知？要抬鸡仔鸟的时。哦，我感觉阮阿嬷吼，可能老大人感觉，咱咧抬鸡抬鸭的时阵吼，变做咱为阿嬷棍共掠落去，安尼感觉对伊歹势，对毋对？所以阮阿嬷会是讲吼，变做自我安慰吼。我讲这种阿嬷这种自我安慰，咱来学起来，一面甲鸡吼带阿嬷棍遐么带，甲念讲做鸡做鸟无了时，后世人出世去做好样的囝儿，咔嚓，阮阿嬷一刀就甲掠落去，火就喷出来，喷去倒，毋是黑白喷哦。我感阮阿嬷最有智慧，喷出来物件，放去遐火走去倒位？做主用化形起来。米花，做米花，个是应该做米花安尼。我感觉阮阿嬷吼，这真正自我感觉良好，你有注意到无？明明要甲人抬，搁家己自我安慰一下吼。这是你运道无好，毋是我做业，还是你运道无好，所以你后世人去做好样的囝儿吼。另外这又讲吼，弄破肥，金银一大堆。这过年过时，有时咱咧囡仔破物件吼，咱就用红纸甲包起来。敢会当随断掉？找五隔开以后再使。对，爱找五隔开，若无人这是财神要甲你送来，对毋对？结果你甲淡碎，安尼就毋好吼。弄破肥，金银一大堆吼，这咱台湾人特色啦。爱钱爱民主，惊死，逐项拢嘛甲钱有关系吼。来，斩皮蛇，我毋知你捌去用斩皮蛇无？带蛇泡，听讲足疼呢。我即马嘛要紧来做吼，因为即马最近新闻，因为听讲话新冠肺炎话得着了，可能会引起一部分的，所以若有得着人，可能这批座爱去做者疫苗，即马有疫苗吼，化东化西，化南化北，牙工转安尼吼，爱搁阮迄厨师来话，另外我去找一个阿嬷吼，斩皮蛇地位卦，白姓白，母姓娶。蛇某走入山，蛇囝走四线。今仔日斩，明仔载发，啪！互你看者阿嬷厉害所在。这阿嬷吼，我感觉台湾阿嬷。开始了，当白蛇、顾大蛇、大蛇走入山，蛇走四线。虽然念着咒语，一手摕着菜刀，另外一手摕着刺刀。这位阿嬷骹手真美，遮哩帮人咧斩皮蛇，毋知你敢有看过？我早无咧看医生，拢用斩的，安尼来请阮阿嬷斩。我遮大汉，我徛喺身边，阿嬷身边，看阿嬷要斩，就画一用菜刀画一圆箍啊，徛喺东，有人就安尼斩。已经90岁阿嬷讲伊自细汉就倒咧看伊阿嬷啦。这一寡医术咱是足甲注意的吼。伊讲摕着啥物，摕着啥物，咱台语敢会讲摕着啥？伊讲摕扫帚啊，会讲摕粪斗，咱会讲摕粪斗，敢会摕着粪斗？这是受华语影响，爱注意吼。另外，伊的阿嬷安尼敢对？因阿嬷。因阿嬷。你袂使讲我的老爸，伊的阿嬷袂使，这种因为这是爱用复数的概念吼。阮老爸因阿嬷吼，这就是甲注意占卜。我感觉阿嬷是专科的呢，毋但是眼科、皮肤科，佫会皮肤科，你看遐偌厉害。这是囡仔什么时阵会安尼？
加两压两身加两面，互你后摆好真正来小听。这什么时阵爱做这工课？剃头的时，当时爱剃头。15天。普通是24啦，因为你有注意咱的风俗当中哦，做种甲24有关系，是安怎？伊上满位时阵。24哦，24哦。因为传统的概念拢是24哦，所以这个物件拢爱24。传统啦吼，来咱分享一下，即马较无人咧做吼。各位满月爱食红卵，你捌食过无？满月人送你红卵，啊是安怎爱送红卵？好药吃啊！你食红卵，你咧好药吃，你要食百二啦。毋是。其实是安尼啦吼，早期因为这是为清朝传落来风俗啦，就是讲囡仔满月时，咱做大人爱传三物件。第一个就是铜钱、铜线吼，铜钱，因为咱台湾人爱钱嘛，而且爱24个铜钱，而且这铜钱佫是一种做人做事的道理呢。什么道理？就是讲啦，外口是圆的，内底是四四角角的。就讲你外口好啊，甲人斗阵搬烂，毋过你家己做代志爱安怎？爱有原则。所以24个铜钱、铜线，啊来24个石头咧。做担。做担，而且担吼，所以你石头毋通伤大粒无？你若伤大粒吼，像拳头尾遮尔大粒的石头吼，安尼敢好？毋好啦，迄伤担大包天后摆会了代志。啊，若伤细粒敢好？毋好。啥毋好？无担。无一个鸟鼠啊担，对毋对？所以讲，所以像大头母安尼就好啦吼，大头母安遮尔大粒就好。24个铜钱，24个石头，啊24个红卵。啊，红是爱用红，因为迄清朝是安尼啊，清朝咱看迄因做官吼，一品上大，咱讲九品制嘛吼，一品台湾伊头顶是红宝石，二品的台湾做官顶头是蓝宝石，三品台湾顶头那是迄个翡翠迄类的吼。你看伊清朝迄是九品官员制，所以若讲你头壳弄红红，就问问讲这囡仔后摆会当安怎？做大官，运政员。若做大官，搁做上大的官，所以尾仔这红顶嘛变做一个真好的名词，尾仔就叫红顶商人，什么人？红顶商人，捌听过无？苦雪岩。苦雪岩，你看伊做生意拢做什么人的生意？皇宫内底生意，专顾生意吼，所以变做这食人其实有这种意思吼。啊，普通是。这拢有时就是咧，甲囡仔吼，24天的时阵啦吼，咱先讲者满月啦吼，收烂来说，什么时阵爱收烂4月4月你爱收烂收烂收哩，来，像这啦，来像这满月，咱负责讲哦，你看下龙安尼偌厉害呢？囡仔满月，按来走，按来晚走，早起困到下昼，按来晚更，早起困到下昏。我感觉这个老母做什么工课？是安怎囡仔困到下昼，困到下昏，这老母做啥工课？做事人。做事人，无我讲滚生钱吼，我讲这老母可能是囡仔内底搞迄只爱困伫遐安尼吼。啊，然后遮厉害，安尼晚走早起困到下昼，安尼晚更早起困到下昏。其实这是个行愿啊，这做老母的佫辛苦，爱做足侪工课，啊，佫爱去顾囡仔，是毋是安尼？所以囡仔若伫咱边仔乌困，莫吵，啊，伊就较好做代志。这是下问的囡仔歌吼。啊，来收烂，咱兜讲着，当时咧收烂，4月哩吼，收烂收日日，明年招小弟，收烂收大大，明年生南巴，因为这是咱早期农业社会重男轻女啦吼。毋过下问是安尼哦，收烂收日日，互你好药吃；收烂收互你，互你食百二。吼，啊，意思安尼，其实拢押韵斗句就好吼。啊，这就是讲咱头尾讲的破解吼。啊，来讲的佚佗，哦，佚佗这吼，各位恁若知影足侪佚佗的，敢会当甲迄物件，用当做影片加起来，啊上传 YouTube。我感觉足侪咱虽然爱耍的物件，即马大多拢无去安尼。像讲这个美国吹啊，拿刀地道，目屎加走，加走无灭，老公啊保庇，额头一揪。啊，是讲逐个拢啊先甲镜头啊囥伫一个人手舔开，对不对？囥下骹。啊，讲我红仔头一揪，伊就甲掠，红掠的人伊就爱做鬼安尼。啊，即种物件即马较
较少咧用啦。各位，所以咱有时咧教学过程当中吼，敢会当教囡仔一寡传统的物件，就像做人讲剪刀石头布啦。其实其实这种物件咱台语嘛有，咱台语的版本啊。来，什么会啊？砖仔加刀石头仔纸，柑仔一斤2块半。这个咱用手比呢，来，砖仔比一支镜头对不对？砖仔加刀比在几支？2支吼。砖仔支，砖仔加刀石头仔纸，柑仔斤2块半。你看，那比手头，恁比用有看到画面无？来，砖仔加刀。石头仔纸片开吼，柑仔搁收倒转来，一粒柑仔一斤2块半，吼，这算咱台语的剪刀石头布。就要失传啊，各位爱甲囡仔教一下吼。啊来，半要安怎比？半要安怎比？半着手天了开第5啊，一半。柑仔一斤2块半，花手甲舔开，爱听无？花手舔开就是半意思啊。其实这是要互囡仔去比。0.5呢？0.5，哎呦，那真巧啦，手天了开吼。煎啊煎甜粿，倒一个炒伙打咸豆腐，这其实是咧点啦。像这，我到即摆为幼儿园咧教这，我感觉嘛真好呢。这就像要求委员可以争取幼儿园啊教块补助安尼。咸豆腐啦吼，这有时咱咧教嘛是爱注意一下吼。炒伙打咸豆腐来，点啊点水光，啥人放屁换尻川。要药你着药，毋药尻川大锅药。要啉你着啉，毋啉尻川烂到面。要讲你着讲，毋讲尻川到底讲安尼吼。哦，这较粗。啊，其实即摆都用啥所在，变做一个点啊。就咱咧唱歌点到你的时阵结束，啊，你着爱做鬼安尼吼。点啊点水光，啥人放屁换尻川？点啊点地后，啥人下暗来阮兜？点啊点地鼓，啥人下暗要娶某？点啊点叮当，啥人下暗要嫁翁？下骹是我后白摆啦吼。点啊点水光，啥人点着烂尻川？点啊点册包，啥人点着爱抄？点啊点鉛笔，啥人点着爱比切？点啊点分，啥人点着手爱春安尼？因为是安怎会甲改册包、改鉛笔？各位敢知影我为虾米要安尼改？青蛙花。因为囡仔伊平常时就是排册包啊，内底放鉛笔盒啊，咧上课啊。对啊。甲辛苦比。咱到现场就是讲要配合囡仔伊的生活状况，所以咱的读者剧场其实嘛是这种设计。尽量甲伊的生活来佚佗，来结合，爱听无？因为你搁地后地鼓可能就离较远吼。啊来，一个炒米芳，二个炒韭菜，三个长长棍，四个炒粉，这各位拢会晓啦吼。这个咱小学唱的，啊，这而且拍你千，拍你万，拍你1000控5万，收袂见效，样书毋甘愿，样书是啥物？样书是啥物？猜拳，样书毋甘愿。因书起下句，毋甘愿起下句，我要来去打老师吼，这算趣味啦吼。啊来，你要食桃还是要食李？要食桃送你去一桃，要食李送你去死。各位，这是传统的吼，咱以后敢好教即种物件？咱来收，会当安怎收来？各位来试看觅来，押韵就好。要食桃送你去一桃，要食李送你去。来，有人会当。小人举手来，咱改一个押韵，莫送人去死啦。送你去经理，好来 ，OK 好，够无？玻璃，送去玻璃，好来，过来，送你去经理玻璃拢会使，够无？送你去学写字，送你去食番薯，好来，这各位吼，这查某囡仔较济啦。交手指无做，你会死，啥物意思？这用啥所在？放手咧等伊呐。迄叫啥？打勾勾啦。迄个主要囡仔打勾勾，哦，交手指无做，恁会死，就是讲咱已经讲打勾勾啊。你若做无够，你会死吼。迄有些囡仔吼，这拢讲足重的吼，吼。
首先要食桃，要食你品送去食米，这其实会当去解吼。啊来，要食青啊，要食桃。要食青，送你去妈祖经，妈祖保庇你做好学生。要食桃，送你找金婆，金婆带你去佚佗，安尼听有无？哦，这是趣味。啊来，洗莫西瓜，碰一个那一个切西瓜，你一地我一瓜，看啥是会啊当归。这时阵就爱安怎？咱来装啊夹到一头纸。哦，这我去训练时，一个老师甲因查某囝算，我感觉恁着亲像安尼啦。老师无听到声。这影片的观念无要紧，就是讲类似安尼算，爱听无？所以恁咧算的时阵，这当个爱用得出来吼。啊来，这是下问的，有看到无？来，啥物人要读看觅？爱读囡仔讲迄种气味哦，毋是甲读出来尔哦。来，啥物人？这边啊，老师，来，干伊啊，踅来踅去，踅伊恁，大家搁占伊啊来做亲，念占若会，哎呦，占若会着，会着，占若会着，顾本身坐椅啊，坐伫椅啊，骹手轻，占若袂着，退出阵，毋通伤济伤钱，输毋认，踅来踅去，踅伊恁，大家占伊抢斗紧。你看伊这。你搞手机啊搞，你看伊读英语上，因为你这是要找亲，你看伊这下面个阿音对不对？所以找英语吼，啊像这歌斗紧吼，这感觉趣味，这下问的啦吼，这物啊，啊这一磅加二磅啊，这各位已经算，三包免讲，三包。啥包？哈？鸡啊，鸡啊，包鸡啊，包包鸡。阮台人讲包包子，嘛讲客家啊。咱有时上即种课程就是大家互相学习、互相成长。包包子啊，包包子是台南人较有咧讲的安平迄个卡包，啊，阮通常拢讲客家啊、客家。客家较济啦，客家较济。包子啊。老师嘛讲客口，家己迄边叫客口啊，好，家己讲客口啊。好，这种真好，大家甲学起吼，包包啊、扣哩啊、扣包，迄种真好。啊，这其实我相信这大家拢会晓算嘛，对不对？这我就无莫容易伤着时间吼。啊，这是下问的哦。献山包念新歌，我开头你来刷吼。一磅加二磅啊，三分开是适合我。五拍胸六打经。七烧手，八人球，九蒙片，十球线，这算下蒙版的吼。啊，这一磅价，这其实拢差不多啦吼。毋过加这，即摆较无咧算啊。一粒针。放波鸟去找人，找无来掠起来抬，抬无鬼掠起来鬼。鬼无山，乌龙到就山，骹球前一骹球后打。安尼看，有听到声无？电脑小可电脑小可有问题，有看到画面无？有。啊，有听到声无？有。你有注意到？读这时阵啊，内壁愈读安怎？愈紧。因为要制造迄种紧张的气氛，啊，讲到尾的时阵要甲恁掠开安尼吼。各位真正，恁若讲恁做到算这吼。拜托你上起码你若讲惊有拄麻烦，你甲落开起来互我着替，因为这种物件咱若无保存哦，后摆真正会失传。哦，所以咱毋若讲语言失传，连咱咧佚佗物件嘛会失传哦。哦，所以像这其实咱会当为遮来做一个参考吼，这是讲咧佚佗的时阵，啊，坐起来要来搬喙印，搬喙印咱最简单咧开始啊吼。来，即物人要读来，我讲互恁读较趣味。即物人举手。来，有人来，有人举手。好，我来去读。来，红甘壳踢伫含空角。咱要形容宅男呢，当用这个词，宅男，要用对这个词，宅男。含菇，嘿，咱要用宅男的含菇嘛。含菇啊。来，这句先来要读来。佚佗啊。
来，梅君来。切桃啊，桌顶一支桃啊，一粒桃啊，叶桃啊，切桃啊，毋通切着桃啊。梅君，来，速度搁较紧淡薄，好不好？较紧者，爱较注意。好来。桌顶一支桃啊，一粒桃啊，叶桃啊，切桃啊，切桃啊，毋通切着桃啊。我来问你个，你听。这点我紧来走精，你有注意，你豆豆点都问题，所以搬喙齿的伊的趣味就啥啦，互囡仔去讲，变做囡仔加减拢会走精，趣味就来。我感觉，若安尼吼，囡仔感觉上课有趣味，伊就爱学。来，这问啥物人？会共阮读较紧的哦。来，啥物人？啥物人？这边啥物人要读较？好来，我来看。哦，瑞佳来，瑞佳来。好，我有一只狗，狗尾拖一个斗，毋知狗拖斗，也是斗拖狗。佮较紧一个啦，来较慢。我有一只狗，狗尾拖一个斗，毋知狗拖斗，也是斗拖狗。哎呀，你来这个我拢无走精啦。哎呀，来，我佮做水。啊，这较实用啦，吼来。啊，这里，这电话啥物人？一只狗，带一阵狗去狗啊，一只狗跋落狗，迄只狗转去摕狗啊来交狗。你拢袂走精呢？来，换别人来，咱就一看有人会走精的人来，爱读较紧的哦。啥人要试看觅？树顶一只狗，树骹一只狗，狗跋落狗拢缀狗去狗走狗也走，毋知是狗惊狗还是狗惊狗。费用你顶来费用，你遮厉害的人，你竟然会走精。歹势啦，我无注意去拄着。来，顶来。好来，树顶一只狗，树骹一只狗，狗跋落狗缀着狗走狗也走，毋知是狗惊狗还是狗惊狗。这搬出去有点趣味啦吼，厉害厉害。吹落。哎，搬下吹落来，家己搁较袂臭出吼。来，这条啥物人？我来，我来开始。我去弄啥个摕摕来补补拍裤，补拍拍补补，毋知是补补还是裤补补。哎呀，你拢袂走精，好听阁袂跳针。啊来这吼，这变做来拄啊好个华西，伊倒内底有这个主题吼。会搬出去是一种正好的教材。台语字真趣味，乡亲啊，原来搬喙引，台语安尼写搬喙引。华语的绕口令、顺口溜，台语讲搬喙引。来看这就是搬喙引。喂，台湾出甜粿，甜粿真好食。台湾出目镜真好穿。台湾出家玲会讲话。台湾出面皮大会烧。台湾出金蕉真大皮。台湾出番薯真正好。台湾是宝岛。大头仔生后生生了卖肉鸡结规丸。大头仔讲买肉丸歹食无人买。大头仔想买碗粿冷机机。大头仔去着卖花枝真臭臭。大头仔换来卖米糕烧滚滚。大头仔讲要卖米粉滚袂烂。大头仔毋知要安怎。有一个人洗布，手摕一块布，行到上车路，相公入转铺，转钱1500，过到上车路。买了一担醋，看到一只兔，放落醋，去入兔，抓着兔，脱了裤，包了兔，加破裤，走了兔，变倒醋，也无裤，也无兔，也无布，也无醋，气死这个细布。今仔日台语的绕口令，换喙引，实在真趣味。有趣味无？真好笑诶！啊，我笑就是安尼。这其实吼，来，我用一个版本，先人要读看觅，伊头已经头你听过啊，你要读较紧的哦。啥物人要读来？保育你要读是毋是？保育头爱拍你，
保佑，我咧叫你，你有听着无？保佑，老师咧叫你哦，保佑，较紧的哦。叫着我啊，保佑无哦。来，什么人？这边小人要试看卖紧。保佑无来，叫黛玉来啊。啊，黛玉，咱敢有黛玉？过去你来就好啦，来，紧来。手我袂晓，手摕一匹布，行到双车路，赶紧入当铺，当钱1150，买了一搭厝，踏到石头路，看到一只兔，放入厝，放落厝，放落厝，这字要安怎念？录了兔，掠着兔，捉了兔，包了兔，抱了兔，抱了兔，抱了兔，捉了兔，抱了兔，抱了兔，也不错。我讲这个物件吼，我新册有出一本，就是讲迄别人去阴历分清楚，我就教。吼，我今仔真正，来刷起来，搬出去搬了，即摆来讲几篇，就是讲囡仔咧创作过程当中吼，伊所想的、所看的，伊会规个变做一个较简单的故事。即个就是用心所在，像即篇，他伫讲白白白，无人请家己来，一人开啥货？什么时阵出现这句？大面神，白白，无人请家己来。大面神，好人面，无人请家己来，类似安尼吼。啊，另外吼，像这，我以前做田调对这阿嬷，我实在足钦佩。我即摆吼对语言的传承，我感觉咱爱做一个阿嬷团吼，甲这阿嬷规个契合起来，互因到各县市去展示咱台语的水。这阿嬷咧共骂吼，伊有一个少年家去买物件，买几部吼，啊，经来经去拢无要买。啊，像这下门的甲咱短短尔吼，前看饭单，下看倒单，参甲仔看到跳过田换。下门甲咱短短尔，不哩个我伫台湾捌听过一个阿嬷，伊共骂讲，豆腐羹鸭无茶，好斗兼卜鸡。鸡看拍国鸡，狗看分狗梨，前看饭单，下看倒单，阿婆看到配喙烂，煞怀疑看到跳过花。哦，你看。啊，规歌恁听有无？有啊。你看咱台湾版的比厦门就加足热烈的，你有注意到无？豆腐羹鸭母茶什么意思？豆腐羹鸭母茶。豆腐羹，形容我们的肩膀很软弱，叫做豆腐羹。我们形容一个风正。对啦，讲这个读册的人做恁正，豆腐羹鸭母茶，好斗兼卜鸡。你甲考试吼，其实是讲啊，你也无要买物件，你也看微博嘿，搁嫌东嫌西，好斗无袂歹呢，阿辉变嘛好斗呢，对毋？豆腐羹好，所以有时这种趣味吼，咱两岸的一寡物件，像这你看，身悬3尺2，尖头搁烂耳，鼻孔翘住天，目屎流袂离，倒条三角身，巴肚若水开，双手金刚锤，双脚白骨地，捌听过无？毋过尾仔有创作变做排骨仔对讲伊毋知，捌听过无？来，新娘要笑一来，莫搁叫我电脑宕机哦。来，新娘要唱来。来，惠阳来笑一个敢好？好来。好来。阮就是排骨仔对，你嘛是排骨仔对，胸坎若老腿，腹肚若水规。双支手啊金刚腿，双支脚叉尾啊腿，人人拢叫阮是排骨仔队。嘿，好白啦，水。歹势，搁互我笑一个，怎搁无声气啊？天公伯啊，紧好天。大人爱趁钱呀，囡仔爱过年，等要摕第二钱。天公伯啊，真好动，迄边出日，这边咧落雨，日头袂落山，
啊月娘来笑日，12月半开冰库，啊7、8月啊起烘炉。伊讲马啊真好渡，迄边出日，这边加落雨。日头月落山，月娘来笑路。12月半开冰库，7、8月啊起烘炉。伊讲马啊真好渡，迄边出日，这边加落雨。日头月落山，月娘来笑路。12月半开冰库，7、8月啊起烘炉。喂，安尼敢有听声音？有，老师会声。那毋过伊这 CCD 嘛是无倒，要紧来。就话这今仔笑伤大声吼。电脑伤吵啊。伤吵啊！啊来，祈祷，一尾三目鱼啊，互猫家己嘛无地讨吼。这囡仔算趣味吼。啊，这是过年咱定定咧听的。哦，来，啊，所以咧。顶sĩ管的诗，咱台湾甲顶sĩ管的诗低头管本批，不离个伊下问哦，因管较济哦。蚵仔管番薯，蒜头管姜丝，安尼算趣味吼，无共所在文化，咱大家讲做参考吼。土豆仁、酥葛芳、猪肉炒油葱，5月节爸爸粽好食叮当，哦，这是下问的土豆仁的。啊，另外这来这条是，新人要读看卖来这条。花啊来，你讲哦，有食过，小果菜，土豆仁、玫瑰底，马祖金看电火，市场仔来卖乌果。真好。啊来，枪，咚枪，红菇包豆啊，公仔食，无仔麻，公仔夹本担，无仔捡毋敢。哦，这是下问，你看下问的阿公吼，较歹吼，咱台湾就无即种物件。哦，啊，一来下问的落天落真骨，青公狗狗肉骨，大路边水一窟，跋一倒免税。咱台湾毋是讲免税，咱台湾会讲啥物？no税，no税，哦，这个算趣味，哦，来。另外吼，这个七厘啊，我讲咱头吼用唱的好啊，来。咱拢以上用念的，大头囡仔分家规，东西南北讲一堆，天生一支旋一个喙，讲到三更免喘气。来，即摆咱要用唱的来，新人要唱看卖。甲囡仔歌结合，囡仔歌，会晓袂？新人举手，紧嘞。老师是去遐调哦。你迄个，无你用上元调好毋好？来上元调。我敢黄梅调尔。来，你有黄梅调来。大头囡仔分家规，东西南北讲一堆，
天生一支旋球传着对，后三支免传开。你咧，啊，这状元调咧，铁西有玲珑，像标准的状元调。我头囡仔问家贵，当三合南北国讲一对。天生一支传着嘴，讲到三支免传开。够无来？有八卦调。我头囡仔问家贵哦，当西南北。讲一对，天生一支旋着水啊，哎呦喂！讲到三支免传开啊，免传开。哦，非常厉害！来，即马吼，下门是本来是安尼写吼，透早起来着洗喙，手提起面接接入，洗互白白才会水，别人无洗垃圾鬼。我感觉安尼我无对档，你有注意到？倒位无对档？你看吼，即两句声无对档。咱普通咱的亚文是第几句？第二个第四。意思。一二四。我拢是一二四啦。第三句。你个伊即马变一三四，亚文即个较无合，所以我甲两句搭倒并一下安尼，吼。啊来，咱头有白浪滔滔我不怕，会晓唱袂来？补一个会晓袂？头早起来，洗嘴，洗好白白才水，手提起面接接入，别人无洗垃圾堆。来，这是状元调。其实吼，即个囡仔播甲囡仔生活伫较远，咱敢会讲切一寡较现代无？头早起来着洗喙，洗好白白才会水，手提起面接接入，别人无洗垃圾柜。各位注意着，我唱的是啥物歌？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咱来思考一个问题啊，针对即摆囡仔，我的生日歌，甲咱的状元调、八卦调。倒一种较适合伫教育现场。生日快乐歌。所以咱即摆来唱一寡较现代，来唱看卖有无来？老师，老师，我有一个想法啦，吼，我会使讲吧，我是宝玲。迄个参照迄个简尚林老师伊有一个概念，就是讲咱台语歌你若会晓念，你就会晓唱。所以讲，迄囡仔你若叫伊家己念，伊就家己唱哦。比如讲，我安尼念吼，透早起来着洗嘴，洗好白白才会水，手举起面接接入，别人无洗的垃圾柜。我就是咧创作安尼。创作其实每一个囡仔会当用家己的曲调，这会使。不离个咱咧教进前，咱爱先互囡仔一个基础。因为简尚林老师伊是音乐家。伊凊彩海拢会当有刻出来，不离个咱是学台语甲学咱的音乐，无法度像伊遐厉害。所以若是讲囡仔会当家己创作嘛是真好，不离个咱来提供一寡音架、一寡架构，互伊会当参考。所以我讲咱尽量利用囡仔熟悉的物件。哦，讲话你叫蔡英文讲台语，伊若会唱歌，我投互你。所以毋是讲会晓讲台语就会晓唱歌吼，迄是另外一回事吼。啊来。咱阁想讲，咱头先阁有一寡较现代歌有配合囡仔无？咱来思考这个问题。迄个头早起来着洗喙，洗好白白才会水，手提起面接接入啊，别人无洗垃圾柜。我咧唱啥物歌？哆啦 A 梦。哆啦 A 梦啊，阁有思考这问题。另外吼。咱来听周杰伦的歌，咱用伊的曲，咱看下来唱这条歌，吼。来，我先互切位周杰伦再来吼。我周杰伦呢无念着。周杰伦迄个《告白气球》，各位敢晓唱？我来找周杰伦的迄个影片吼。周杰伦，
要紧，咱先甲另外唱这吼。啊，这里河流发喙手，真牛卵，搁真牛熟，规身躯骨溜溜，人要念，伊就赶紧溜。咱来思考出问题吼，这个溜到底吼，咱讲咱台湾人看到蛇，不爱直接讲蛇，咱会讲溜。溜是要这河流的溜，还是这个赶紧溜的溜？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啦，拄着这大家先问看觅来。我离迄出咧讲吼，是讲即个溜走的溜啦，因为伫迄边顶吼，莫讲着蛇，啊，所以拢足无爱看着蛇即个字，所以会讲即个溜。哦，我伫迄个囡仔时阵的时阵，哦，啊，都有听过大人咧讲，啊，过安了后，阮大家佫有特别甲我讲着。对，所以就是讲，即两个到底是河溜的溜，还是赶紧溜的溜？我是感觉应该是迄个赶紧溜的溜，因为伊在走是有动作，啊，河溜的溜动词用动词咱来用来做。河溜的溜是一个名词。对，所以这是形容迄只蛇伫涂骹咧酸，所以咱用溜，所以应该用即个。哦，拄好人咧问即个观念，咱来先讲一下吼。一个囡仔尻川三头尾，三个囡仔尻川吹酸粿，也用来揉包啊，也用来做按摩的。哦，你看这形容囡仔人的体温安怎较悬啊？吼，啊来，一篇什么人要读看觅？这种四字哦。来，什么人？所以下问一寡物件，其实会当来做者分享吼。老师来读看觅，我先讲。再一人，什么人还未读过来？咱甲机会让我因来。什么人还未读过？是倒一个？来，倒一个讲，你要读还未读过来，你先来。红米来，红米。天气烧热，心狂火大。出外走丛，喙焦，喙焦喉渴。喉渴。喙焦喉渴。喙焦喉渴。喉渴。酒醉行路，歪高是出，7月8啊，毋知死活。讲到这啊，即马7月4啊，中原普渡要来吼。鸡拜神，鸭拜鬼，各也分得清楚。鸡是讨食大的，鸭是讨食淡的。哦，所以咱咧拜拜时阵，普通拢是啊，鸡拜神，鸭拜鬼，所以咱才会讲7月8啊，毋知死活。哦，啊，各位佫毋知影这意思吼。啊，这拢是足侪囡仔歌。啊，来这篇吼，我感觉这个做阿嫂的人吼，实在足可行。毋过伊嘛真有智慧。来，这篇什么人要读看觅来？一个阿嫂吼，拄着小姑要来，不离个找足侪理由，足侪借口，佮甲编了规篇吼，迄一定嘛真种才。来，什么人来？什么人要来做这阿嫂？倒一个，紧。老师，我来。来，慧珍来，要做阿嫂来。慧珍来。赶你来，嫂都毋知，今年田无作，冬无收，饭梨吊千秋，话仔挂水来收。买喊到土，买肉拄着人进度，买菜拄着骨菜股，买鱼拄着风台雨，买豆腐伊生菇，买豆签烂糊糊。歌今年忙艰苦，番薯签忙来度，食袂落，配菜补，等待天公有补数，互恁兄。收成1000箍，台猪台羊来相补，互哥仔你食甲腹肚，腹肚嘴苦。来，咱来思考一个问题吼，这个阿嫂请因小姑食啥物物件？番薯签吗？毋过你看伊开足侪菜单咧，啊，这菜单敢有有？拢有。拢有啊，但是这支票毋知是会兑现还是兑现先。买无吧？就买鱼。啊，今仔无咧台猪，买菜，人骨菜股今仔无收成，买鱼，对风台时阵无出工，啊，买豆腐生菇，哦，这阿嫂一个真种才。哦，所以就是讲，今仔日讲甲一寡物件吼，囡仔歌先甲各位分享吼，就是讲。
包括读者剧场，咱拢是希望讲各位当甲咱做伙来吼，甲这物件会当甲传承出去。所以今仔2点半的时间吼，大家拢真厉害，拢伫遮一直坐吼。说起来，上尾时间吼，咱剩我12点，时间到，毋过各位毋知阁有啥物问题？咩白蛇养娃娃，会使哦。咩白蛇养娃娃会当唱。来，各位毋知阁有啥物问题无？老师，请教今日甲分享迄个 PPT。PPT 我肯定会交互关怀。我的群组我嘛会带群组拢放喺顶头。好，感谢老师。因为这真正，恁会当甲扩充更较济啦吼。我是讲捡一寡物件出来尔，毋茫讲咱的物件当传承。尤其各位甲恁拜托，恁若是有迄种吼，恁会晓囡仔会晓算背物件，毋过即摆无咧算啊，你阁会晓嘛？你甲录起来，无这物件真正会失传。这而且拜托各位，来，各有啥问题？老师头拄有算啊，敢有歌呢？啥说啊，歌安那？头拄有迄个说啊，敢有下一段歌啊？歌仔片仔摸会着安尼食尔，今仔歌呢，你会当创作，比如歌仔甲敲细断去安尼，吼。手机啊，手机啥问题？迄个我咧问讲吼，请家己，毋过我敢若无听人咧念，毋知老师敢知影盖房子迄请家己。我是都市囡仔，我捌听过，捌算过，不过我即摆袂记一啦。那类似咧跳街啊，迄个。对。那跳街啊，各位若枪卡街。枪卡街啦。训练街，伊迄变跳类似跳街啊，涂骹画街啊，迄种啊跳安尼。对。迄若晓算，那你甲翕起来，吼。来，佫有啥人？那告白气球，我对。告白气球内底有一段，来。你说你很难追，迄嘛是七字啊。林刚若有吼，因咱较无咧唱迄个华语歌，最凶用要唱嘛，要唱告白气球要安段？你著加迄块。你听说你很难追，我甲看者，我找看觅者。我感觉周杰伦歌吼，囡仔可能较介意哦。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这嘛算七字啊，这费用更要到这个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像谢的落叶。你看，伊这段必须拢七字啊，营造那么就类似安尼啦吼。告白气球迄段，各位当帮做参考。我感觉你上课大家安尼唱，囡仔一定甲你拍鼓啊，甲你考试啊。来，各位有啥问题无？嘛，多谢各位对关怀的支持吼。对，你若遮搞，就这段，我感觉这段会当用配合七字啊，伊做七字安尼唱吼，应该你若喊会出来，应该足厉害吼。各位有啥物问题无？课程结束了后，麻烦有一个表单吼，麻烦各位甲点者甲填一下安尼吼，会提供一寡意见，互阮关怀做参考。各位有啥问题？安祖老师，我敢会当分享一下，因为我有一寡囡仔。你个连物件先放啊！我先听别个看有啥物问题无？来，各位有啥问题无？来，玉华，你有啥问题？拄则老师有讲6月6拍5搭那个农具有无？拢有。我是拢讲5搭。这你会当参考教部上书典内底有书吼。其实咱教部另外一个叫风音叉，咱就管物件放在顶头。各位另外一个观念，毋是讲刚放伫教部上书典的才是书，教部足侪物件无收着。各位毋通甲教典当作是圣经是唯一，咱迄是捡一寡较常用的吼，毋是讲规定一定爱安尼吼。来，毋知各位有啥问题？这样，莫耽误工作人员的时间吼，因为伊早拢10点，咱今仔9点半就开始甲因催啊，因这工作人员嘛辛苦。毋知各位有啥问题无？培养一寡囡仔歌，你嘛当去使用吼。来，各位哦，表单麻烦甲点写咧吼。来，咱
剩最后一个问题来，什么人有问题，咱紧来解决。有无？若无，咱今仔日课程就到这结束哦，吼。来，多谢各位。感谢老师，感谢老师，大家用好，感谢老师，感谢一个。多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祝老师。目测球场吼，甲阮多多支持，传起来，莫变一寡有诶无诶啦吼，较生活化的物件较重要吼。好，来多谢各位。